开啦！猪骹吞足鸡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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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啦！猪脚囤足机调味。开啦！猪脚囤足机调味。开啦！猪脚囤足机调味。晚安。我有注意自己不要说成午安，通常我都是开早上或者是中午台居多。3年多来，基本上在这个时间出现，大概10根手指头数得出来。我们成功了，兄弟们！哦，我的天啊！我现在心情好松哦，松到一个不行。妹夫桑，谢谢你帮我们冲最后一波，谢谢你们啊！天哪，西友，很开心这个时间可以在这里看到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初见的朋友，或者是哇，这个 VTuber 是谁啊？很正常，我基本上不会在这个时间出现。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足迹，迪卡屯就给致力推广台湾文化。台语歌、台湾原创等等，我们的频道主轴就是精明干练。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真的精明干练的冲到了100万的募资计划。Daniel， 谢谢你最后有加入我们的募资计划，谢谢大家，更感谢最后冲刺最后一波的你们，真的好感动哦！有印象跨日的时候还这种，对，真的是唯一一次是这样子，对。然后虽然说。这个时间基本上是我体力最弥留，可能会常常就是讲错话，然后时不时可能就会打瞌睡，是非常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但是现在这个实在是太值得庆祝的事情了，谢谢，再次谢谢。那个青花快剪好几下回，然后。我刚刚有看到我们丢逼爸爸也出现了，我们辛苦的大宝老师，谢谢你！哇，我们这为期3个月的大宝老师真的是高啊赶快心情3紊乱吼。然后我母谦老师他真的也是很挺哦，习不习就替我在托底公面前，还有他的老板三清道主，我应该没有讲错了吧？应该不是什么，我上次讲错什么三清道主，对，时不时帮我就是跟神明们就是可能催一下，就是保佑一下这样。哦，谢谢 FK 陆先生啊，谢谢无限帮我转贴的 FK 陆先生，谢谢你在你的社群，你在你的 LINE， 你在你就是能力范围所及都帮助着我们，还有毛毛老师也谢谢你加入了我们的龙珠啊。这声线很适合夜晚吗？搞不好我意外的适合夜晚，因为我的声音就是太雄壮威武了。还有马克先生最后有加入了我们的龙珠，我有看到你冲了1万的这个套组，言下之意是马克先生你是有机会被揍的。哇，普天同庆，谢谢5000老师也送出10个徽集。然后 Vicha， 我要谢谢 Vicha 是特别帮我们转贴了，就是我们采访的新闻片段。修以拉下来，我很难得在这个时间出现，谢谢你们，欢迎大家。如果今天有出现的话，很正常，因为我真的很难得在这个时间出现。阿恰，恭喜就是突破100万赞助，谢谢你们，你们才是我
你们才是我的超啦，有你们才有办法冲到现在啦，3个月，天哪！我陈老师，你的超涛啊，你也是大家的超，哎，小天，你们都是我的超，哇，3个断腿3哥也加入我们的行列，谢谢，恭喜猪猪，募资顺利100万，预祝可以有更高的成绩，所以可以啦，谢谢，我加油，我最高的成绩，我觉得我拼到这里已经很不可思议了，我现在都努力的在捏我自己的脸，是不是在做梦？我们真的达标100万了，我陈老师。我们的超是，大家都是我的超。然后追生者立马吹了，可用追生者38000块，天蓬元帅套组吹了，可以追生者，你真的很想被揍，追生者真的很想被揍。对，14个月了，那么快，真的，谢谢追生者。对，追生者也是从那个单纯的面线变成这个奇怪的面线。啊，然后仙谷哥，谢谢你，仙谷哥也谢谢你有替我们那个审视我们的台文以及我们的那个台罗的部分，谢谢各位大德，各位就是台语老师们，黄蛋咖啡，谢谢你今天过来，这个晚上可以看到你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哈，对。那是我很想睡觉的时间，对，我难得今天晚上开台是因为我们的大计划怎么样我都必须，我觉得应该要跟着大家一起冲到最后一刻才对，虽然说我们现在已经100万达标了，已经让它破了，对，虽然说我们已经让它破了，但是如果说您今天走过路过不晓得主播是谁，不知道在干嘛，但是反正只剩最后1小时了啊，不2小时啊，来都来了，不要赞助一下250块。达比，谢谢，是恭喜，谢谢，大家都是大佬嘛，大家都是8月1号先生也谢谢你，水母也阿塞，水母，我问你，来，有一张单，我一直想说这张单的名字我怎么很陌生，因为我自认就是我大佬们的名字，我基本上只要看过一次我都会记得，但是我看到一位就是他购买了75C 套组附加1拳特点的这个状况，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敏感，我想说糟糕，这家伙是不是想被揍？但是我怎么没有看过这个名字？双木林、令神喜、刚喜力、水母是你吗？水母也变成很奇怪的水母了 ，My God！ 哦，今天得到国家级祝福吗？是地牛翻身，但希望不要有灾情啊！不好意思，我刚刚不小心把我的3D 放出来又晃了。我的3D 晃就算了，还蒙蔽大家双眼这样子。感谢各位大佬，别这么说啦，你们才是我的大佬。感谢各位大佬让我猪猪看，让我有猪猪开台哈。感谢猪猪让我大佬看，我超感谢你们让我有大佬看。今天没有碰开场啊，我觉得在我心情很安详、很宁静的晚上。反而就觉得碰也无所谓的这个状况下，很像就还好了，随便。雅晨，你各位大佬真的很夸张，是雅晨你也很夸张，雅晨，谢谢各位大佬让我有鼻看。柚子啊，你剪辑了，你剪辑什么东西？你给我过来，柚子啊，你别忘了 FFK， 我还要帮你送便当啊！我这次不止让你很无助，我还要让你真的非常的无助啊！哈，妮妮，我们100万了，小妮妮，谢谢妮妮。但是妮妮，你应该不会想被揍啦。我们这位妮头里呢，妮妮大佬，她是我们39万的大佬，而且是我们的高跟鞋女总裁，她真的是超屌的，39万的套组真的帮我们买下去，谢谢你们啦！不管是就是出钱出力的都谢谢。原来是被1拳特点吸引，你们好可怕！哎，你确定你讲这句话适合吗？啊，是张先生哦，但呢，水母上是张先生啊，不是令先生。好啦，你卖丢啦，水母卖丢吼。啊，秦思也谢谢你今天最后加入我们的龙珠的行列，然后谢谢大佬让我们有猪猪看。こちらこそだよ。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よ。みんなありがとう。晃到北部，哇！天哪！我刚刚就觉得说，因为我们家12楼蛮晃的，我想说正央会不会是在中部或者是我们南部这边，就居然在北部希望北部没事哦。走过路过250块，祝生带你给你幸福，1拳特点11500块，一起走过人生路途啊！好劝世，好棒哦，是不是没有错？哎，我们加购1拳特点，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哦，最后2小时，谢谢各位大佬赞助哦。国际大狗手看猪在开台就吃兔兔，没有，我没有吃兔兔，我吃了便当。我才不夸张，刚下班而已嘛。好啦，雅晨辛苦了，辛苦了。然后猪猪说那位1拳特点哦，双木林令神喜啊。嘿呀，双木林的令神喜是得几嘞？我没有看过的名字。等一下，为什么他玩一副就很像知道的样子？承蒙倪总的大手笔唱，然后达到100万里程碑。妹补你也不遑多让啊，你在我们头一天先丢了3万8，然后在我们今天直接又吹了12万。
直接就是把我们这个吹到整个就是要快破100万，然后好像又冲起了一波热潮。理性消费，谢谢。这个对我们妮妮总裁而言，39万不过是理性消费，因为他以往啦。我的经验是，妮妮总裁可能到就是某间店或者是到什么 FF 啊，大概消费让不破50万对，那可能对不起他自己。对，如果区39万只是理性消费，对。感谢倪总裁让我们离开嘛，谢谢，我们大家真的是。真的是，我是觉得经营这3年，老中青3代真的存在我的频道，而且男女各半的这个数据，我好幸福哦！谢谢你们，能让我无助就减啊！我是不是被柚子威胁了？我居然被他威胁了 ！Oh my god！ どうも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珍しいよね、こんな時間に配信するなんて、やっぱり珍しいよね、私にとって。汉鼎，谢谢你的加入，我看到汉鼎的赞助，感谢你们都留下龙柱上的姓名，太厉害了嘛？没有啦 ，FK 陆先生，厉害的是你们啦，你们愿意就是群起帮我转推，帮我推。对，说到那个推，那个助声的热推也谢谢大家，不嫌弃的话，很像在我们原创曲的这个手机 APP 你们可以用热推的这个功能，对，然后好像就1个礼拜的时间吧。欢迎帮我们把我们的原创曲推上去。你总会被揍吗？我揍不下去，我可以给他抱吗？我可以帮他抱52下，我抱52下可以吗？148追加募集吗？追加募集、それはこれがもしドーマちゃんが追加してくれるのならそれがありがたいですね。とりあえず締め切りが台湾時間の11時のこれはなんだっけ？59分まで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し追加する私たちのため追加してくれればありがたいです。嬉しいございますね。多玛ちゃん谢谢东马先生，那是来自于日本福冈的朋友买了之后就变成一拳超所以 FKL 先生，对，你不用担心会被揍，如果你真的刚好有去我们的10月18号的 V Stage 演唱会的话，也谢谢 Bisha 先生，谢谢你帮我们转贴我们大概是上个礼拜，哇，好像脑袋记忆已经不灵光了。上个礼拜于琦的采访的那些内容真的是很细致的内容，谢谢你帮我们转贴，谢谢 Bisha 先生，谢谢各种谢谢。一拳特点变成了欧拉特点，我真的觉得我们10月18号我们的那个排队队伍真的会非常独树一格，我会不会就被列成黑名单了？そうだよ、小林さん、誰でしょう？この名前が初めて見たんだよ。わからない。猪猪鹿晚上变红烧，没有，我有乖乖吃便当，我乖乖吃某一家很好吃的招牌饭。39万对大华来说零头，对，没有错。不过就是一个对简单那个塞牙缝那个数字。70吗？Daniel さん。Daniel さん，那我问你，你是想被揍吗？Daniel さん、もしかしたら私に殴りたいの？私にもしかしたら？不是吧 ，Daniel さん，不是啊。还是说我们 Daniel さん就很单纯，他并不晓得有一拳特点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子，对，他只是单纯想赞助支持，对不对？小林さん，那应该是 Daniel さん，是。天上的爸妈，你看到了吗？在我人生低谷鼓励我的迪卡女神那个老少通吃的吞珠机，真的假的啦？修，我有这么厉害吗？而且原来修的宝宝妈妈已经去当天使了，是不是？哇，他会一直看着你们哦。ごめん、やり方わからなくて追加できない。それが大丈夫だよ。とりあえずスパチャットありがとうね、とまちゃん。毎度，500元もらいました，毎度，谢谢，不用谢谢，恭喜你能期待之后3D 表演，我会的，3D， 我们的3D 已经蒙蔽了你们的双眼，然后又让你们很晃，我真的很抱歉，让你们很晃，然后现场队伍那边排到7公里长，没有这么多啦，排到7公里，大概你们就那样要直接下爱河是吗？排到直接下爱河下西子湾这样。那我跟你讲，爱河西子湾那个黑箱书记官柚子很熟啦，不然那么引导你们看到游去哪里比较不会有鲨鱼这样。这下看好奇多少看到一拳特点才中。
我就看10月18号那天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排在那边，我就看到底有多少奇怪的人排在那边。路巴崩，那你路巴崩的那你7公里这么远，也太远了吧？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迎来我们破100万的这个里程碑，然后我在后台又看到了好吃鸡排好吃先生的赞助，以及我们的娘娘也上龙柱了，我们谢谢娘娘，来，我们娘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这一次的祝生的这首原创曲，真的就是我们娘娘妈妈，我们魏妃妈妈制作出来的，大家真的都很优秀。这屌逼的团队真的是每个都神的跟什么一样，就只有我只会出一张嘴。听到一拳特点，等一下，水母先生居然是听到一拳特点冲动了，卖丢了。那水母先生，你记得要把你的刑具整理好，准备好。我们右下的那个超度手指虎只是拿来就是吓唬你们，基本上我不会准备。好，基本上这个超度手指虎会准备的是我们那个姓长民官，然后可能已经不知道赞助太多次了，被他的那个老婆可能就是关紧闭，然后现在不敢出来的这位长官先生。我这边先是摆摊。你们说到摆摊，我其实很想要玩那个摆摊摆夜市的一个，但是这个可能需要从长计议。在夜市里面不是常会有那种台摇的那种摊子嘛，然后就是一直疯狂轮回、疯狂洗脑的那个台摇摊啊，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超适合我们那个时候专辑发售之后可以玩一波。可是我觉得这个成本啊，或者是那些门路，其实我不太了解。我只是觉得说，天哪，就是朱迪卡的那些台摇曲，在夜市那边放多适合啊！然后又可以摆摊，然后又可以卖周边。好台哦！我老是在想一些很台的东西。我不知道一拳特点突然就52拳，没有啦，52个包包，好不好？妮包包哦。现在排7公里，觉得摆有些可以偷偷，然后我真的就会列入下一场的黑名单。这不是我们等下长官你怎么出现了？你让子官突然开始出专辑，长官，你的手脚我觉得可能已经不在了。你10月18号大概那个坐轮椅你也没有办法自己推了，你看那个谁可以帮你推一下，你手大概也没了这样。我是吃火锅听那个就会被扁了，不会啦，人家说抱抱就是抱抱，好不好？主播你好，主持这边生蚝你好，对，在这个时候可以遇到这位老王，就是似曾相识哈，对，这个时间怎么会出现呢？对不对？不可能，对不对？因为没装备来个巴掌，等一下，就很想被扒，没有不行啊，毕竟一拳特点哈，我们这个物超所值，是不是？如果运气好的话，搞不好那个5000老师还可以帮你们上香，然后帮你们诵经，帮你们超度。好啦，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在洗好小啊，是这样事业，我们怎样？对，也是要看我们钱老师当天是不是有机会真的可以下来啦。感觉说出专辑可以当订阅的那个驻店 BGM 是不是？有啦，其实有了这张专辑，我们未来应该会有更多不同形式的一些宣传跟展演。对，重点是起码洗干净这样就过来，就是说我们录制这个专辑其实时间是非常非常的赶。对，但是因为我们说真的，不管是台语教正老师、大宝老师、娘娘，或者是毛毛老师，基本上都是一线的吼。那说东西马上说出来就出来，就只差我是不是可以好好唱好歌，好好出一张嘴啊，朱迪卡，好好出一张嘴。跟丁爷合作嘛，我觉得跟丁爷合作基本上是可以长长久久的啦。对，毕竟真的是老同学老兄弟了。有让你超度吗？我现在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蛮期待被你超度，走一圈之后，然后到外面超度贴符咒。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好诡异哦，超级诡异的，我的天哪！我这样心情真的好松哦，松到一个不行。然后等一下我聊天室不见了，等我一下。有钱老师，我很担心我的安危，我先跟你预约好了是吗？这不是啊，他哇，你是我做不下去的其中一位啊，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在那边狗吃老虎，你最爱扮猪。这时间请超度你嘛，等下飞雪出现了。好，5000老师在线上，你们先预约超度，你们可以稍微请那个5000老师报价一下哈。我记得那个可能超度一次5000啊，就是5000，现在公定价。帮老师抓订单，你们到底真的是被超度？好啦，重点也是要看5000老师是不是真的会下去跟我们一起玩啊，好不好？有需要欢迎那个左手边集合，还有抢中欢迎右手5000老师玩起来了。
我觉得武强老师自己玩得很开心啊，刚下班到家，辛苦了，辛苦了，跟雅晨一样，好像都忙到杠杠这样子。你看看，阿德们啊，阿德们，谢谢你的订阅，我刚好看到阿德们好像刚刚有来留言，谢谢你订阅，然后也感谢就是浮出水面，如果今天是初见的话，很开心可以看到你们。好，兹卡西拉下来，我难得在这个时间出现了，就被妈妈绑架去咆哮深渊。是这样子吗？真的是很难得这个时间可以看到大家哦，哇！而且啊，也要谢谢大宝老师在最后冲刺的加码活动、加码抽奖活动呢。你们大家不晓得都有没有参加起来了呢？我现在的这个转盘哦，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很感谢的是，这次我们活动啊到了尾声的时候，我们的旅人先生有替我们加码3幅，很像是那个金属的无框画，是不是？我看一下，对，特别赞助了3幅迪卡的金属无框画。旅人先生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很精致哦，而且是真的是很不便宜。然后他居然一次就赞助了3组，可以让我们抽奖，太感谢了，感谢旅人先生。感谢大家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所以就是可以回馈的，我们就尽情的回馈。阿天本，谢谢你的订阅。如果是出现的话，我是很难得可以出现在这个时间。对，现在是我用零压在开台啊，所以阿天本先生啊，所以旅人先生来阿里嘎多哦，我们的旅人先生就是阿德门先生啦，谢谢，是铝合金无框画哎，哇，你们真的赚烂了，铝合金无框画超屌的，大佬我超，谢谢旅人先生，而且旅人先生的作品其实你们可以去看奥乙，然后很像猫记那边好像也是有合作过，很精致，真的是，而且真的是很细致的加工，对，所以大家真的是赚烂了。所以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支援呢，送平安符嘛？我觉得平安符就已经很实用了，我超喜欢平安符的。多么讲哦，旅人是公司的名字，好，也就是说我不小心叫成了阿德门上的公司旅人先生，就像我今天可能叫大布老师说哦那个我宅先生，说哦谢谢我宅先生的赞助，大概是这种感觉。好，挺有趣的。好，那我要叫你阿德门就好了嘛。好，谢谢阿德门的赞助，谢谢，感谢。那我今天心情真的是很放松，也很感谢我们的抽奖的这一趴，我是想要把它安排在可能比较后面一些，看看能不能就是迎来更多可能初见的朋友，但是没有也没有关系，对，因为猪猪在这个时间会出现真的是缘分啊，对，谢谢你们。ルーレット一緒だ。私がこれがあるやつ。あ、たわしって何なんでしょう。ちょっと待って、たわしって何なんでしょう。なんで急にたわし。ちょっとこのたわしがなんかね、なんか洗濯物みたいね。終戦だよ、とまちゃん。うん。このイベントはね、もうすぐ終わるから、ちょっとイベントやりましたね。このイベント、後で修正するね。一下怎么大家的那个留言又不见了？哦，我现在心情好松哦。紫金留言伊拉塞，好，没问题的哈。好，谢谢 Edmondson， 还是我要叫你旅人先生。哦，伊拉塞。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轮盘我们先放到后面。我们募资破100万了，谢谢你们大家。我现在随性的来唱歌吧，随性的唱歌。我真的3个月好安详哦，3个月真的是心情上温暖。紫金牛影有看到你，谢谢你。OK， 面线们，这个时间真的是很难得，而且我家面线们其实都是在中下午第一台习惯了，然后他们反而会跟我分享说，回家他们反而比较可以专心，就是忙自己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家务事，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那个生而为爸爸的熟男们的或者就可能要陪老婆啊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反而是猪猪开在下午台，他们是有比较有办法做心头这样子。抽到先出好 OK， 我也是我有参加，
我想跟大家在一起，所以我跟大宝老师就是自在参加，然后不再抽奖，抽到我们请再转一次，谢谢。好，大宝老师好好的吃顿饭吧，跟娘娘一起好好吃顿饭。坏东西你好，欢迎来到猪猪频道，这个时间很难得开台，原本想跟大家一起冲刺那个100万募资，对，但是我们开台之前就很开心可以冲到，就冲到了，好开心。很难得在这个时间出现，我心情上很放松。我们今天很像可以唱一些比较松的歌哦。来，我把塔瓦之前整理的歌单的表开出来哈。好，噔噔，对，轻松放松，像是尾牙抽奖抽到长官，我想圈出来再讲。有我在代表的那个出张嘴的主持人猪猪，还有我在的负责人说抽到他，请再转一次，就是这样。我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是想跟大家一起玩，自在参加，就是这样子。好啦，我们这个时间把握，猪猪可以出现的之后，哇，2小时，我们只剩2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把握。来唱歌吧。而且我最近的 echo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调它，我就干脆不要调了，有没有很狠，超狠的，干脆不要 echo 了，把 echo 淡掉，因为我总觉得 echo 开下去，很让大家反而觉得那个听起来不是那么，我也不知道感觉听起来很像不是那么 OK 吗？我也不晓得。好 ，OK， 好快哦，3个月。就这样顺顺利利过去。我们今天，哇，随性唱歌来吧。第一首，这样的夜晚很适合这样的歌哦。感谢 FKL 桑。我和你呀，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阿强也来了，追声者。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相爱的曾坠落的如此下场，你们已吗？我们都别说谎。聊天室不见了，它跟我的灵压一样，快要消失了。走过路过的，我难得出现在这边，打瞌睡哦，大家晚安，不是午安。我通常都只开中下午台，3年来的经营，真的是很幸运，有这一群面线们的支持，然后又遇到很多很多很棒的贵人，菜仔いらっしゃい。然后今天如果有初见的、潜水的、没有看过猪猪的，很开心今天可以看到你们，因为我真的很难得会在晚上的时间出现。对，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的赞助专案，倒数2小时，只要250块就可以赞助我们长长久久，只要250块就可以在我们的募资专案留下龙柱的印记。龙柱哦，龙柱，怎么想都觉得很划算吧？250块，好赞助，不赞助吗？不好意思，那个这只猪在晚上通常那个状况比较不太一样，就很想要就很有力气的卖药，但是晚上好像没办法，就只能很轻柔的卖药。对，我们今天走一个轻柔卖药风格。你想看我就是那个很精明干练的样子，大概是要那个中下午台，对，绝对精明干练。Adamson， 谢谢你，谢谢旅人先生，我还是好想叫旅人先生哦。难得浮出水面吗？菜仔，谢谢菜仔，走过路过，只剩最后2小时。如果不生气的话，我们的赞助方案最后2小时，250块就可以支持我们哦。猪猪今天难得出现在晚上，是因为想跟大家一起冲刺到最后一刻。我们的赞助方案就是倒数到今天晚上11点59分。留言不知道怎么写吗？哦，马克先生，你就写猪猪精明干练，这样就对了，政治正确哦。丁雄，谢谢你！哇，丁雄一次赞助了好多则，主播初见唱的好好听，可以感觉出来专辑的就是那个很适合台语的哦，是这样子吗？这位大娃娃哦，您好，是初见，你这样让我想到那个给自由饼的大娃娃啊，你是本人吗？你们在跟我装啊？可以，迪康说啊，谢谢，好，我再想一下，旅人先生很像，对啊，就跟公司名字，反正他就是代表公司嘛，对不对？代表公司啊，旅人先生。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我现在这个时间很难得，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现在这个时候唱给大家听。来，哦，可是我记得它好像就只有吉他。啊，等一下。啊。对不起，刚被盗账号。我们下一首歌也是很宁静的，很适合大家在这个时间陪伴大家入眠。像爆肝小人还活着吗？哦 ，OK 的，爆肝小编一定会活着，因为我都活着了，他也得活下去。对，猪猪精，对，知名概念是，马克先生不可以偷加草字头，知道吗？他は小犬じゃないよね。わかってるよ。
分かってるからね。バレちゃった。第二首歌献给大家，偷故事的人。偷故事的人。我记得在插入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我要先偷跑一下。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用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找你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地说着，口沫很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而你走的那天，所有观众随你走了，听着既然无心听着，说着当然也不易了，应该要一一道歉，我不该偷故事的，是你让我的精彩空了，而想念让人变狂了，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而我总练习着如何骄傲地说着，同时不再情绪化地为偷窃行为负责，因为爱是贫穷的，为我的无力道歉，我道歉，我道歉，为我的虚荣道歉，我道歉，我道歉，像每个语言说的，坦然是有代价的，我拥有超过我能承载的，你连结局也不留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地说着，口沫很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是阿翠，是阿翠，他送出20个回击了。感谢我们嘎机套组大佬12万催了 K 的阿崔，他后天要迎来他的生辰诞生日，说誕生日だよ。阿崔今天我有唱到快乐鸟日子，在下午中原普渡歌会的直播，不嫌弃的话，阿崔可以去补档一下啊。刚好很久没有唱 Happy Birthday
快乐两日子了，所以我今天刚好有把8月份的寿星稍微念一下，这样子。头总是长官，你真的很想背300。FKL 先生，你看看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就很喜欢抓我的空耳，然后把我弄崩溃，这样就是一群很奇怪的面线，但是又是我很爱的面线。谢谢 FKL 先生，super chatもらいましたよ。谁的生日吗？あ、今日はある人、このサイスね、でもサイスさん今いらっしゃいないですね。午後の時来ちゃいましたけど呢。然后这位是萌芽先生吗？哇，如果是初见的话，很开心遇到你。然后迪阿鲁贤者，谢谢你今天过来哦，在下午之前有遇到过。我在这个时间很难得可以出现，希望今天可以有更多初见的朋友可以遇到大家。对，因为我通常都是早安台或者是下午台居多。我是一个朝9晚5公务员作息的 VTuber， 经营3年多来坚持就是不熬夜，所以晚上的时间真的是很难得可以看到我，而且晚上的时间我会非常的弥留，精神力会非常的不集中，所以搞不好反而适合唱一些比较柔情的歌啦，不然就是老是会被老师们说我唱歌实在是太像军歌了，太雄壮太威武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唱一些轻柔的歌陪伴大家。来，我的推，我的阿妹，她的歌真的很棒。我现在来找一些歌曲，等我一下哦。对，松松老师，我今天难得上大夜班了，因为我们的募资专案最后一趴了，最后2小时，而且我们冲破100万了，我太感激了。我今天一定要加班，跟我们家的面线跟我们的团队，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冲刺着最后的2小时，只剩最后的2小时了。真的耶，最后2小时，走过路过的朋友，如果刚好你们不晓得我们在做什么的话，欢迎赞助起来。最后的1小时45分钟，猪猪也难得在这个时间见到大家。哇，我现在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唱。因为唱看看好了。好，是来自于阿妹早期比较，我不知道这首歌算不算冷门呢？但是那时候我听到就超级喜欢。星辰泽林。不过他的伴奏好像偏小声，哇，他伴奏真的好小声哦。那是不是我可能就唱小声一点？是你的私事，你的决定，用不着聪明，心诚则灵。不需要在意谁的反应，无论当时多清醒，又有谁能完全确定？人人都高兴，爱会很公平。歌也许会永远动听，人只怕生寂寥声音。我总是羡慕你有本领，追求你要的感情，虽然结局不一定，不知世事怎么行。爱让人不明白，用尽整个心对待，总还是有猜。爱有谁真明白？尽管在飞
心安排，也不一定精彩。168さんいらっしゃい。比加比卡先生，赞赞赞赞赞，谢谢。而且也谢谢你喜欢卡加台摇版，我也很喜欢，超喜欢。哦，歌也许会永远动听，人只怕生寂寥声音。告诉我你有什么本领，追求你要的感情。虽然结局不一定，你说的我都想听。爱让人不明白，用尽整个心对待，总还是要猜。哦，爱有谁真明白？尽管再费心安排，也不一定精彩。何必太明白？你难得用心对待，就是错也精彩。哦，爱何必太明白？你那么费心安排，谁又忍心责怪？是你的事实，你的决定，用不着从你心中责令。来自阿妹的星辰泽林，咕咚伊拉沙啊，选谷歌伊拉沙，哦，谢谢选谷歌一直也都挂着。时间来到了10点20分，我是你们非常非常稀有的晚安主播朱迪卡。我通常都只会在中午、下午出现，现在基本上是我的睡觉时间，所以我现在的精神力很涣散。但是我想，这样的一个精神力会很适合唱这些比较宁静的歌曲吧。唱着唱着，我等一下可能会睡着，那个也是正常发挥。对，毕竟像是我刷牙睡觉时间了。可是今天一定要好好的陪着大家冲刺到我们最后募资的最后1小时，几分啊？还剩下1小时几分？我看一下，39分。欢迎大家，虽然可能不晓得我们在做什么，甚至我们可能是初见，只要250块就可以加入我们最后这次赞助的专案，我们的台语专辑募资计划3D 展演的募资计划，都谢谢有你们的参加，太好听了吗？谢谢选谷歌，念个咒语，朱迪卡噼里啦啦嘟嘟赞助在。哦，我看不出来选谷歌这么可爱耶，选谷歌感觉好像是爸爸在逗女儿这样子。哦，噼里卡噼里啦啦加油，好可爱，谢谢。哇 ，FKL さん、またスーパーチャットもら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谢谢你，谢谢。听起来快不行了吗？我跟你说，老梁这就算再不行，我也会撑到11点59分，直接断电睡去，然后台也不关了。可是我其实心情很开心，超开心的。来，我们下一首歌，一定要好好的献给大家。在这个这么宁静安详的时候，我觉得阿妹的歌真的很适合我们。阿妹真的太棒了，很多的夜晚其实都是阿妹的歌陪着我，
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他这首偷故事的人写得很好，因为我觉得从小听阿妹长大的大家啦，反正不只是我，大家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阿妹的歌吧，我在想，丁雄初见安安，对，一听就爱上。我们晚上初见安安，丁雄，我们通常都是下午初见，我们都是下午见这样。CIC 先生，我刚刚有看到你，谢谢你。59分一到，直接断电，对，马上断电。好，谢谢大家，我懒得关，我懒得关台了，就这样，你们就听我打呼声睡觉吧。好 ，OK， 下一首，推爆阿妹的歌。好，我决定要唱这一首。这个是什么？叫什么去了？我怎么突然忘记那个歌名？我只知道旋律。等一下啊！有了！我一下想不起来，连名带姓啊！天哪！这不是我们的蛋糕寿星鬼才出现了，彩，我们今天 Happy Birthday 有唱下去有吹了 K 呢，你记得补档哈。我们8月份的寿星都有凑一轮哈，8月份的寿星都有凑一轮啊哈。等一下我们中原普渡歌会的那个蛋糕我们就放出来了，是不是？不过在听猪猪唱之前，对阿妹印象只有3天3夜跟姐妹嘛。很正常啦，毕竟那个是比较指标性的歌曲，阿妹很赞的。我真的很想在我这个毕生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在想说阿妹的歌曲全制霸，因为她还有一些零星的歌，我在那个时候可能在念书的时候，或者是那个时候出社会有一段时间，她的专辑没有跟到，大概有1-2张落掉了吧？对，才1-2张，很可怕吧？也就是说从小到大她的歌我真的听到烂掉，永远的神啊，永远的妹神。雷鸣带信，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老师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的，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是你没拆穿我。在初心之旅，终究是不怪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有错过？我没有把握。
少个啊忘我看到哪里了？哦，完蛋，真的想睡觉了。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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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啊！等一下，我唱到哪里了？尿尿尿尿啊！完蛋了。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我更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这么想。才被你提起是怜悯的心，谎称是有意成熟有的可以。多少人爱我，便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机，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来且走，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要是我们有错过，就别再回头。多少个啊？请问为什么那么奇怪的地方，长官都有办法 Q 到？奇怪，你奇怪。相信迪卡小姐 OK 的吗？谢谢 FK 先生，我是相信你们可以的。因为我相信你们会帮我冲到100万，对，我相信你们，就等于我相信我自己。对，听海唱不上去哦，听海很难唱啊，小时候唱不上去，好挫折哦，就觉得阿妹的歌我没有办法超越。他真的是没有办法超越的一个美神。对啊，我刚一晃神，然后完全追不上去，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唱什么。超级那个什么，精神涣散。动态真的好吗？好爱啊！怎么了，松松老师？怎么这么突然？你是突然被谁盗账号吗？还好吗，松松老师？松松老师？对。相信着我们的你，好，那个天元突破，对，谢谢。好来，这首歌也很宁静，但是它也不好唱，超难唱，不好唱。Mason 的坏的好人。来看一下哦，我真的很难得在这个时间出现呢，现在都觉得好不可思议，我怎么在这边？我是谁？来，坏的好人。哦，好喜欢他的吉他哦。红灯黄昏狂奔不顾舆论，这不能让心爱的他受忍。不问缘分名称，怕会扯分悲惨。
皮肤割开的灵魂，我的青春不否认。有些寂寞导演，不缺他一个吻，才刚停顿，才转身，已从他怀里这里流浪，直到清晨。相爱的生存8分就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的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点钱，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Kiko 桑，谢谢，还有潜水员随便，对，很难得可以看到你们。我在这个时间，哇，开台的次数手指数得出来吧？轻声、铃声、人声，能再小声，心如疼，连问候都太残忍。情深成恨成真，谁笑我笨？那你们此生没经历沸腾，两人陌生的体温，不过在残破里想凑个完整，想要满痕比秒针，能快转，但我明白等待是个过程。相爱的心存8分就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的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点钱，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已不多点钱，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相爱的心存8分就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的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点钱，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已不多点钱，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坏的好人，太感动了吗？哦，真的吗 ？FK 陆先生很喜欢这首歌吗？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他这张专辑的《坏的好人》，因为很宁静，对，很宁静。不过，很像目前比鹏鹏开出来唱的机会比较不多，所以我如果通常要介绍我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开一些比较冷门的歌，
介绍给大家这样子。对，而且我现在的状况其实很松，我在想说我在这么松的状况下，我唱的那个《至烧的爱》究竟会怎么样？我还蛮好奇的。这么松，重点是不知道被吵到邻居。因为我基本上没有搬来新家过，在这个时间开台，然后《至烧的爱》这首歌又这么的激烈，会不会唱完然后马上被投诉？因为我们新家这边基本上隔音其实不是那么好，之前在旧家隔音是比较好一点。好喜欢这首歌，我也是啊，更喜欢你哦！谢谢松老师，松老师到晚上这一趴，好像是我变另外一个比较热情的人格这样子呢。就是坏的好人，唱的这么好听，都坏哭了。哇，我觉得晚上大家怎么都这么感性，是不是因为就是抛开了工作，回到了就是可能自己舒服的小窝低台的那个感觉，就会特别特别的感性这样子。不要紧，我也是，我感性到快睡着了。美丽主播现在很松，初次见面，你好你好，对我们初次见面，老王很松的我真的是很难得在这个时候出现。来，我们至烧的爱，我们来唱看看松软软版，但是也不能太松太松的话就是强度没出来，很怕被投诉，先唱看看，被投诉就算了。就不好意思，我在幻想我自己是歌手，对我在幻想我是那个陈星月，对我在幻想，对不起，对，快点道歉这样。就懂了啊！是我们比极面线吗？对，比极面线，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蜘蛛在冲刺我们最后一趴的这个募资方案，已经冲破100万了！哇，现在还是持续增加中。相逢自是有缘，既然今天我们的祝生娘娘指引你来到了我的频道，一定就是要指引你。至少花上个250块支持本频道，一定是这样。有没有看到我后方的祝生娘娘在赐福了？有没有看到我右上方的那道圣光？这个是祝生娘娘为各位赐福啊！您各位留下龙柱的你各位已经在被赐福了。有没有觉得热热的、麻麻的、刺刺的？这个就是在被赐福哦，是不是？宝宝老师。难得一见烟嗓，是不是？宝宝老师，其实我现在很松，我情绪很松，我也不晓得我现在唱的到底怎么样。但是晚上开台，其实我很喜欢唱一些很松的歌。我这3年来在这个时间开台，大概五只手指数得出来吧。坚持就是早上、中午才可以开。你怎么办？你已经松了吗？没有关系，松。你想请谁帮你弄得更松啊？你已经松到躺到床上了吗？对，从此刺的、热热的。是的，波西米亚老师，感谢你献祭了你的鸭肉，感谢今天我们中原普渡歌会被献祭的。不要说那个3声，好，我们应该是说被献祭的蛋白质们、优质蛋白们，这样有没有感觉到刺？你们知道我的那个梗代表那个不年轻了，对。大概跟我一样，差不多那个5004岁差不多啦，吼，对啊，伟成，难得在这个时间看到大家，谢谢你们。对啊，那个对，至于那个不年轻的状况，那个没有关系。对，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在这个城市里寻找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那首歌好听的，但是我们今天先来至烧一下，看能不能至烧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等一下，我要至烧的爱啊，怎么又变成坏的好人？寻找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好，好松的状况，不知道唱不唱得上去。我看一下哦。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吃饭。好吧，那个不是几乎，对，恰恰，哇，这个也是文化的传承哎，港片的传承，大家都知道，太棒了！就不只是星爷，刺的、热热的，基本上那个，对，那个频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太棒了，我们连接上彼此了。
对，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好欣慰哦。好，我现在来自爱一下，松松版本的自爱，很松很松的自爱。好，我调一下那个伴奏的部分哦。伴奏可能等一下。好，总觉得这样应该是比较好。OK， 挚爱哈，吉米奖指定曲。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住你。But oh, it's like you've been saying stolen and done，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简单。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势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住你。But oh, but so I can't be seen stolen and done，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简单。啊，我的腰刚刚那个有啪叽一下，你没有听到吗？我的腰啊，等一下怎么又再一次？我觉得晚上唱歌的好处是说，就是因为整个声音就已经很开了嘛，但是因为神志不清了，我反而我觉得自己有一些高音的部分是比下午还要再满意的，但是我的咬字不知道怎么了，我的咬字毁灭了。我的咬字已经变得超含糊如果咬字可以更清晰的话，感觉这一趴是比较理想的，要丢我们这次吉米奖的状况。谢谢我们的沈月，我们的萌芽，我们的袁丽吗？谢谢走过路过，感谢你们的赞助好开心哦！哇，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出阵的话，你也愿意就是哇，感谢你们的赞助，哇，真的是250块结缘，对，当然就是650、1410、930都收到了，谢谢大家。我们最后的结缘金，我们最后那个预留龙柱的机会只剩下最后1小时13分，对，1小时13分。OK， 周董，等一下，你说周董封的下面，然后大宝是在吃瓜了，你知道吗？我们平常是在吃瓜了，这样更加看不出来你在吃饭。
好好好 ，OK， 对，这样哦，我只要含糊带过去，就不晓得没有人知道我在吃饭这样。因为之前我被陈轩本人，哦，真的吗？真的假的？你怎么这么幸运？而且他真的很有才诶，对他超瘦，超级瘦，而且他自己改编那个他自己的这个《挚爱》这首歌很好笑，他很像是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但前面我忘记了，也盲目的等待，然后他自己改编成3秒就出来，很好笑。可是我忘记那个片段是在哪里，就很好笑啊！他就唱得很好听，但是那个歌词就很好笑，3秒就出来的，好，很幽默，超好笑。好哦，来，我们今天难得可以遇到大家，然后金币奖的指定曲，欢迎大家投起来，投起来哈！我们死线超人，对，我们今年朱迪卡绝对也是最死线的那个死线，9月2号一定就是冲到9月2号才会投出去，因为我现在有太多东西没有整理了。今天我们把这个最重大的这个那个什么，对，是什么东西？对，募资，对，募资把它结束掉之后，明天开始我就会跟大家请假。然后这个请假可能会一路请到，有可能到9月的第2个礼拜才有办法开台看大家，因为第1个礼拜就是除了那个金币奖的计划书到9月2号要快点 final 嘛，最后要寄出去，然后接下来可能我们要赶录音之外呢，猪猪这9月份的第1个礼拜又要快点把我们8月份的高阶回馈快点回馈出去，因为就是真的是3年来的第一次这么重大的企划，所以有跟各位总裁们、各位萌新们稍微请个假，就是可能我们原本是要在这一周制作的高阶会员回馈，我们可能就是挪到下一周制作这样子。晨晨，晚安晚安，很开心这个时候看到你们，对，很难得出现的3秒叫。对，至于那个什么3秒就出来在讲什么，这我不好说，但是男生听到可能会蛮难过的，对。Hiko 桑怎么这么难过？你难过了吗？好，我看一下这个松松的版本的数到10哦。我找一下歌词哦。其实这首歌也蛮适合在晚上唱的，也是还蛮宁静的。哦，明皇这位是正吗？好正，正知道了。安安，这个时间可以看到大家很开心。如果是初见的话，不生气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募资专案已经跑到最后1里路了，也就是说最后倒数。1小时11分的这个时间，如果不嫌弃的话，只要250块就可以赞助我们这次的方案，而且我们这次的方案托大家的福已经成功的破100万了，谢谢你们，月神也谢谢你参与我们的集资专案，谢谢你们，谢谢。爱上一个人，2个心3分纠结，4生果等一下，秦秀恩，你给我出来扛。这首歌回不去了，这首歌回不去了，完蛋了。中原普渡歌回之后完全就是回不去了。久久情言十分感谢。好，数到10。又是有压的蝴蝶，是小二，对，就是你，我就是讲你，还没困哈。哦，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
风来了就要告别，不同的时间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心酸那些。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线，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厮杀过五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线，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厮杀过五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爱上一个人，两颗心三分，想念厮杀过五月天倒数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两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少了久住情缘，十分感念，十分感谢。谢谢大家，我们参与人数突破了150人了，来到了151人，好开心哦，好开心！我们这个机制竟然有办法累积到这么多的能量，151人了，谢谢你们！如果走过路过刚好不晓得我们在干嘛，250块准备好上荣柱，包你一生发，早生贵子，还子孙满堂。是不是早生贵子还子孙满堂？是不是？谢谢你们，150人突破了，100万也突破了，好棒好棒的里程碑哦，好开心好开心今天抽奖的活动，我今天预计是会安排在大概11点20分左右，跟大家一起热闹闹。然后抽奖结束后，大概时间或许应该就接近尾声了，对，但是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吧，如果我还没断电的话。谢谢你们，150位了，对，想成为152位吗？欢迎，可以把握最后1小时03分的这个最后的机会，把我们这个赞助继续推上去哦，推。明艳，那之前加个迪卡开头，外面是亮的，对，像外面是亮的，没错。
美国是亮的。对啊，明夜，我们最后的赞助，最后的募资，剩下最后的1个小时，我会陪伴大家到最后1个小时倒数。对，我快断电了，但是我现在心情很宁静。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氛围很适合唱上这一首赐福大家，是娘娘赐福啦，不是我赐福。大概知道我要唱哪一首了。来，我们的第2首原创曲《祝生祝生娘娘》的歌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已经去听过我们的原创曲《祝生》的首播了？不嫌弃的话，大家可以帮我们用 APP 热推起来，也可以在我们的祝生的这个原创曲的下方的留言串留下您对这首歌的感想，或者听下来的感觉，我们这边都会很乐意的。对，就是很喜欢看大家分享给我们的这些心得，是我们的养分。娘娘赐福，保你多子多孙。哎，是我们的爱梦，谢谢你。我们的募资专案刚开跑的时候，爱梦就已经先冲一波了，真的是超挺的。我的好姐妹爱梦，你来呢？目前是发喜充满状态，没有走，真的是那个什么法轮什么大好什么的，我每次看到那个布条都觉得好可爱呢。然后。晚安，也是小喵喵。然后，你好，这位是莫斯，然后玉一，欢迎，聪聪又看到你了，聪聪你要出道了吗？聪聪，逢冲就问这样子。这位是天降士嘛？好，欧凡天降士，你好。然后是分页和平指数，感谢柚子。然后最后冲刺，谢谢你们，感谢爱梦带着他频道的骑士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一起降落到猪猪的频道。猪猪今天很难得会在这个时间看到大家，我们在做最后的募资冲刺了，只要250块就可以加入我们龙柱的行列。对，想要留下龙柱的行列的话，不要错过这最后的1个小时。上雨兰降落，谢谢你们。然后这位是李怡，谢谢你，是欢迎降落后，没有出道吗？好，每逢冲就问说你要不要出道这样啊？李学长也出现了。谢谢你们啦！哇，我天啊，我这个时间可以看到大家，好开心哦！李学长最近应该也是很忙碌，注意身体，好好的把身体照顾好。然后你好，这位是佩恩，然后那就要冲出，对啊，现在只要逢冲就必问你要出道吗？对，我是台湾 VTuber D 卡全主机。我通常因为只开中下午台，所以这个时间基本上很难得会在这里出没。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冲刺对猪猪频道而言最重要的一个募资活动，我们已经冲破100万了，而且很开心可以迎来151人来支持我们的专案，我们真的觉得很开心也很荣幸哈。那我们的频道致力于推广本土文化、宫庙文化，还有台湾的一些原创，好音乐啊，或者是一些动漫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棒的能量。希望我们台湾的朋友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台湾的这些原创能量哈。这时间就是会比较对，我经营3年频道，基本上这个时间出没大概5根手指头算得出来。对，相逢自是有缘，既然都来了，赞助下去250块，很划算的。龙柱留名，包你发，还早生贵子，子孙满堂。来下一首歌，祝生，真假啦，赞助了 Kitty 的灾啦，明仔载中乐透，没有啦，开玩笑的。本土文化站嘛，谢谢 FK 陆先生这么支持猪猪频道哈。第3次而已嘛，你看嘛，我就说5根手指头数得出来，才第3次而已哈。对，来都来了，来祝生赐福一下，来，我来调一下我们的伴奏啊，伴奏。我们这个 Double 老师很厉害，他做了很多版的伴奏，但总觉得好像都很好用。对，不晓得到底哪一版，我挑有合音的那一版好了。我们 Double 老师每次做伴奏都做了很多版本，现在就厉害耶。OK， 我看一下这一版的，你们等我一下。等一下哦。
啊，这首歌哦，我一度不晓得该怎么去唱它，是因为我觉得我台语不够好，不晓得能不能唱到那个感觉。但是目前收到的反馈都让我觉得很感动，谢谢你们，谢谢屌 B 的制作团队，也谢谢爱梦的降落，爱你。明天是开胃力彩，不是大乐透哦。好，对不起哦，好，趴趴熊，好了解。大家想问，出生会有台摇版吗？我今天刚好也想问我觉得机会大哦，可以期待一下，应该有机会。出生台摇下去，应该会很嗨。怎么可能没有呢？台摇这种东西这么赞，对不对？来，祝生娘娘赐福。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顶，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祝福。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祝福，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鸟就唱，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祝福。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相思恋，有缘相想无因自正，产一寡囝梦醒强正，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月影影，后红搁遐一领被烧完。
多谢你的宝贝。水啦，醒杯啦，哎呦，赞哦，趴下催泪。我是刚刚是不是看到困困的降落了啊？对不起，我不小心把它 repeat 了。困困，谢谢你。困困真是这次也非常非常挺我们这次的专案，也投入了我们这次募资专案的龙珠行列了。谢谢困困的降落，哇，先锋兄弟也来了，谢谢你们。我是很难得会在这个时间出现的台湾稀有猪迪卡迪国在马斯，掌声加尖叫，也谢谢毛毛老师的贡献。对，我们这张专辑其实真的是大家的肝，你知道吗？毛毛老师的肝，大宝老师的肝，吴清老师的肝，娘娘的肝，大家的肝，朱迪卡的肝，草草的肝，所有音乐老师的肝这样子。哦，谢谢困困降落是马克先生，然后觉得咕咚也谢谢你的啪叽啪叽，觉得他一个有一种很难写好的点，是因为很容易有是 FK 了先生，而且除了就是我们那个调性呢，就是我们要唱正确的一个调性，常常就是我们会去跟学者还有音乐老师两边拉扯的状况，是因为语调的部分，希望台语学者是希望能够保持正确的语调套进去曲子里面，但是因为音乐老师他们希望有一些音乐性还有一些情感性的东西更丰沛，对，所以就有些东西可能台语调的东西如果硬邦邦的套进去会显得又太生硬，所以这个就是要互相拉扯的地方。对，迪哈这有几乎没有这个问题吗？真的吗？我们其实之前也拉扯的很，该怎么讲？就是我们反复拉扯，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很棒的是，大家其实都是彼此的润滑剂。对，所以我是觉得一个团队其实可以遇到大家，其实都是那种很愿意沟通，愿意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团队。哎，草草你来了。对，草草，我们最后一趴了。草草也感谢我们这位深山的美拉有加入我们这次的募资团队的龙柱的名单里面，谢谢，感谢你们。草草，我们是最后一里路了。草草，我们的肝接下来要对继续蓬勃发展的，我们的肝对用肝推出来的，嗓子要收养了。好，谢谢草草。我今天可能难得开到这么晚的状况下，明天可能会爆睡吧，但是明天又没办法爆睡。来，大家第3届金米奖投起来！这次猪猪且投且珍惜，我还是要在今年证明我的精明干练，所以我今年也是会实现超人，但是也是鼓励大家一起投起来，我们这个很有趣的盛宴，然后真的是很棒的活动，然后团队大家都辛苦了，是非常可以理解哈。妮妮的爱心，马克先生的爱心，欧雷先生，哇，欧雷先生，我在晚上也看到你了，我很难得在晚上可以看到大家。歌继续写，肝继续烧，没有错。报税嘛，然后讲到报税，你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都整个那个很讨厌听到那个报税2个字，不是啊，你那个5月已经过了，你们不要这么敏感。我说的是爆炸性的睡眠，好不好？对，投起来，要投起来，要投。对，我觉得这个1年1度的盛会要投，真的是且投且珍惜啊！我精明干练，谢谢啪啪手啊！目前来到了100万，100，我现在数字概念变得好烂哦。103万103万7950塊，感谢你们！不生气的话，我们最后一里路只剩下倒数48分钟，只剩下倒数48分钟。那么待会我们大概唱歌唱到11点20分左右，我们会开启我们这一次我在加码的抽奖活动。除了我们万元抽奖金之外，我们的旅人先生阿德门先生方才也有过来跟大家打招呼，他帮我们加码了3组非常下趴的铝合金的无框画。还有一些我们这次精挑细选的 DLB 周边要给大家抽选，谢谢大家这次的赞助真的是很开心。报税没有啦，报税不要讲，好可怕，5月已经过了。对，5月已经过了，不是我想好好的睡一觉也不行吗？今年第3届，未来还有97届。也就是说，邪风兄弟，你认为这个会有到100届这样子吗？
好，谢谢 YF 先生，有，我们已经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冲到100万，真的是不容易了。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大德，谢谢，感谢，谢谢你们。好，来，刚刚的那首祝生，就是我们前2天在我们的 YT 已经有上传，已经有公开的我们的第2首的原创曲祝生。对，不晓得大家听起来感觉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好，你们听到了，已经注定就是要被娘娘赐福了，你们的缘分来了，你们要早生贵子了，你们要子孙满堂了，好，有肉口碑。好，对不起，这是猪，因为很想睡觉，所以这样有点稍微。来，我在软软的状况下，我想继续至少一次。这首歌真的好困难哦，怎么这么难的一首歌啊？朱迪卡干嘛要报那么难的一首歌啊？就唱着觉得自己真的很爱整自己。来，这个金米奖的最佳演唱实力奖的指定曲之一，《炙烧的爱》。对。好，因为我要把握就是最近可以开台的时间，或许这个礼拜只剩今天了，然后再开台能唱就唱哦。但是搞不好今天觉得说今天搞不好状况，就觉得我觉得我唱的不错啊，但是回去听回放，靠我在唱什么？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啊，就很有趣。好，来，我们挚爱，我们再来 try 一下，再来 try 一次，应该差不多要来抽奖咯。再来陪我软烂的至少一次吧。等一下哦，确认一下，好，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再次 again，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住你。But just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是我的挚爱，笑着这将带。我的心，你的心，因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还是当初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住你。But but so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是我的挚爱。空无一人，盲目的等待，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是我的挚爱，笑着这将带。谢谢大家，这是
今天最后的零压，最后的至少，谢谢你们。哦，阿明啊也来了，谢谢有参与募资的你们，重新感恩吗？你好，不晓得是不是出现的朋友，我们现在来到募资的最后一刻了，倒数的最后一刻，来到了时间倒数最后42分钟12秒，不嫌弃的话也请各位250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募资活动，我们的募资活动目前很顺利的已经跑到1038102 103万8102，我现在连国语怎么去组织那个语言能力都不会讲了，天哪！谢谢你们，最后42分了，来，我们开开心心的来迎接我们最后的这个尾巴，然后我把这个数字先更改过去1038102，我们就要来抽奖了吼，来，好宁静的夜晚，希望我没有吵到邻居。希望我明天不会被投诉，拜托祝生娘娘请你诉吼，好，祝生娘娘请你赐福，好，拜托不要让我被投诉。我真的是难得晚上开台，所以之前想说哦，反正我晚上不开台，应该是不会打扰到邻居，对。但是殊不知晚上我们来冲刺这一趴，还是要开一下，陪伴一下大家，冲到最后一刻，很有意义耶。等一下，哦，在这里，哦，天哪，我刚刚把它剪进来了，忘记了。好，我们伴随着我们这个祝生的钢琴版本，你先点来迎接开关先生。我每次看到你都觉得你像长官的分灵体耶，我觉得你们讲的话就为什么感觉那种如出一辙，你们不要互换账号好不好？开关先生，是我们社长伊拉塞，我真的是难得出现在这里的灵鸭。对，今天的我不是我，对，今天的我不知道是谁，对，但是今天很开心，我们最后的一刻陪着大家一起冲刺到我们倒数40分钟。如果不嫌弃的话，只要250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募资专案哦。谢谢，恭喜我们的募资专案突破100万，突破152人。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再加入我们哦！恭喜达标吗？谢谢社长，谢谢。祝生娘娘表示这不是我的业务，对，祝生娘娘的业务基本上是次子，或者是保佑，就是孩子出生之后16年以内，其实基本上好像都有那个保护期限。我称之为保护期限，听说保佑到16岁，然后孩子就出生之后保护期限16年，祝生娘娘都会赐福，对，很可爱的一个设定，这样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我现在把这个数字1038102改过去，我们就来抽奖喽！谢谢你们，大家好开心，这个时间很难得开台，很想睡觉，可是我心情很踏实。1038102，好难记哦，我觉得我等下马上会忘记。8102 ，OK， 当1038102，然后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就是近期有邀约采访，还有帮我们热推的各位，不管是记者们，还有游戏角落的小编于琪，然后更感谢什么。对，我想起来了，少年报道者，对，还有其实最近的邀约采访的部分其实还蛮多的，对，有点就是脑袋大结，对，但是谢谢你们，就是在于我们推广本土文化的这一块，就是适时的替我们push很多的东西，这是真的是很重要，这个是大家为我们达到的这个很棒的里程碑，真的没有大家这样子互相帮我们push。或者是 B 朋友可能在社群宣传啊，然后可能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团结大家的力量，我们所获得的一个很棒的里程碑。像是 FK 陆先生也很努力、很积极的在他的社群帮我推广，对，然后陛下先生也是努力的在帮我们宣传，就是可能逾期的那篇报道，还有现在在场的你们，我的面线们，谢谢，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里程碑。然后也感谢政府单位，真的谢谢。我今天其实降落去阿福那边的时候，觉得大家好幽默，因为阿福其实也是很热情的说，恭喜猪猪也是有获得就是文化部的补助。然后阿福那边的观众很可爱的说，对，就是猪猪是那个国家
认证的什么猪肉，好可爱哦！对，我是国家认证的合格猪，没有错。我们台湾猪外销日本超赞，外销国外都是非常安心猪。我是国家认证的安心温体猪了，谢谢。对，感谢十方的各位善的循环。老师，你那个十方，我又想到久住青烟的 ，My God， 那首歌已经回不去了，救命！久住青烟很可怕，你知道吗？已经变成一个善的循环，善的轮回。来，我们数字来更改一下，1038102块，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啊！可以一起见证这一次的这个3个月的马拉松，真的是太棒了啊！兰兰也来了，谢谢兰兰啊！塔瓦，你最后的铃芽也上了，天哪，塔瓦，塔瓦居然上了最后的铃芽，谢谢你们啊！然后我们恭贺兰兰，恭请兰兰降落到猪猪的频道，欢迎！谢谢兰兰带领着他的观众、他的伙伴们降落到猪猪的频道。然后这位是彭比吉啊，哦比酱好可爱，哎呀，好可爱哦！ Q 小空港の Q 高級。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れ読みにくいじゃん，読みにくいよ。好，这位九州先生，名人已拉赛啊，兰兰，谢谢你的降落。哎，我真的很难得晚上会看到大家，哎，真的让时差好朋友。可是兰兰，我记得他也是会蛮常开下午台的，因为下午有时候也会遇到。谢谢分院合并多玲珑10元，哇，咋扣？哇，咋扣？谢谢你的咋扣。然后只是把尾数补起来，好，谢谢大佬，就是觉得尾数看起来不舒服这样子。然后欢迎，谢谢你们！我们现在已经跑到木资的最后1里路了，很开心这个时间可以看到大家。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主机，迪卡屯主机。我现在精神涣散到已经忘了怎么自我介绍了，所以可能那个精神会常常断片的状况下，请各位稍微的多多包涵，因为通常我只开中下午台，所以晚上这个时间很难得出现。经营了3年多，这个时间出现大概5只手指头数得出来，就大概知道我这个人多边缘，作息多正常了齁。对，但是我们最后1里路来，最后倒数我们的募资专，倒数34分钟，不嫌弃的话，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我现在看到我们的龙柱上也出现了 YHL 老师，我们这是助生的 PV 神老师 YHL 先生，他这次把我们助生的这个 PV 做的真的很优质，太优质，而且因为时间是很紧急的哦，是没有这么多时间让老师去做跟动的哦。对，所以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是一次过的。谢谢，我去找要彩宵夜给你抢。谢谢，我就最喜欢抢那个彩宵夜了，一定要抢起来。好，我们热热闹闹的来抽奖吧，时间来到了11点25分，来，我们来抽奖起来。来，我们首先先来抽出我们旅人先生赞助的3个，就是我们的铝合金的这个无框画的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来，我们这个图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图呢，真的来啊，对不起，图对，这个图呢有点大，这个图呢对有点大。哇，我们玄谷先生被狙击到了，被我们老王狙击到了哈。来，这个是无框画的部分，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阿德门先生吕文先生赞助了3组，而且还有附盒子哦，好精致，要送给与会的大家，有参与我们这次抽奖活动的大家，谢谢你们，我们真的是哇，迎来了好棒的这个结局。然后现在我们来办我们的抽奖活动，来抽出3位来。对，我们通常抽奖活动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本土气息浓厚，然后配上我们的嘎基德啊狂想曲。对，但是今天是这么宁静的一个夜晚，我总觉得很像我们是要宁静的举行才对，不晓得为什么，总觉得应该要宁静一下，或者你们觉得是要配上嘎基调狂想曲也不是不行啊。好了，我们先宁静的先进行这一趴。好，我们抽出3位得奖者，得奖奖落谁家呢？行きましょう。
哒哒哒哒哒哒哒。これがもちゃスタディ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もしかしたらさっきいらっしゃったんですよね。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よね。さっき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等一下哦，莫卡桑，那对呀、莫卡桑，恭喜！好，来，我把它剪掉。我们恭喜莫卡桑。莫甲还是莫甲桑啊？应该是莫甲桑。莫甲桑，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你获得了我们的旅人先生所赞助的这个铝合金。对，对，差一点点到长官，差一点点到长官，你知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来，我把这个名单速速贴在我们的这个资讯栏的部分，哈。好，这个速速贴在资讯栏，这样子我才不会金鱼脑。哎，等一下哦。好，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莫恰桑。好，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恭喜恭喜！然后啊，我们这次的得奖者记得到我们那个 DOV 专案下面吼，就是我们会有那个我们的工作信箱，记得寄信过来吼。让我们知道说你是哪一位得奖者，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帮您出货。然后呢，目前我们这些奖品的部分是如果说您是抽到我们的 DOB 专案的这次的周边的话，是一样是在可能是明年的1月份左右才有办法出货。但是如果是这个我们旅人先生赞助的话，即刻可能我们近期就可以帮你出货，以及我宅打宝是加码的万元购物金的部分，也是即刻可以帮您出货的部分哈。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好，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位，哪一位得奖者、幸运者可以获得我们旅人先生赞助的第2份这个无框画的部分呢？云天いらっしゃい。猜，等一下是那个财吗？等一下，等一下是那个财吗？好，我要复制下来。等一下，财是你这个好狗运的这家伙吗？等一下，我找一下这只财，是你这好狗运的家伙吗？等一下，就只有这个财应该就是他。等一下，你也太好狗运了吧？是你吗？等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好狗运？等一下，你那个好狗运就是被殴打来的吗？因为我太常殴打你了，所以那个好狗运是这样子被打来的吗？你要不要这么好狗运啦？这只财，抽奖好好玩哦！好，小喵喵，你跟他塞那一下，搞不好有机会哦。毕竟你都帮他穿沙等啊，你都帮你穿沙等，应该是有机会啦。是这只彩吧？是吧？就是那个什么 CCHEN， 是吧？我确认一下。靠，我有没有这么好狗运啊？这我们这位彩军人先生，对，真的是他！我靠，好，真的是好狗运。他获得了我们旅人先生赞助的第2幅无框画，而且那个无框画说真的成本不便宜耶，为什么有办法这么好狗运啊？这只彩，好啦，恭喜彩彩哦，我要记录一下 ，OK。来，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好，我们还有一次机会，毕竟我们的 Edmund 先生帮我们赞助了3份，好不好？来，不要气馁，来，对，很令人羡慕，可恶，我也很羡慕。我也超羡慕。我看那个，等一下，我最想2天是对，那个是真的是彩没错。我今天老师动起来要超度彩。我今天老师如果你那个 B Stage 演唱会出现的话，对 ，OK 的了，对，没有关系，对，这个已经是大佬的怨念了，请超度他，好不好？对，真是团宠。就连这个加码就是要价不菲的这个铝合金无框画也是他，又是他。他每次都把那个阳寿。对，他每次都把阳寿，真的没有错。
好来，而且这个随机抽签好有趣，我把那个待会他会秀出来的名单也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很有趣。好，我把这样子秀出来，好，这样子大家应该也比较有办法共襄盛举，很有趣哦。来，好，接下来我们第3位，哪一位幸运者可以获得我们旅人先生的第3幅铝合金5框画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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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Yukimura Yukiさん，Yukimura Yukiさん VTuber。あ、Yuki さん。あ、嘘や。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雪村ゆき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雪村ゆき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雪村ゆきさん。不知道他在不在现场哎，恭喜！恭喜！我花心的在你不要就等一下。彩彩，你居然彩彩，你如果不想要的话，你可以就是看说那个很像小喵喵想要，但是我觉得现场的大佬如果有想要的话，你们可能要去那个铁笼站武斗大会一下之类的。对，很像 VTuber のかな ？VTuber ちょっと調べますね。これがもしかしたら VTuber さんかもしれないね。我查一下。木村さん。ゆきちゃん？あ、本当だ、ゆきちゃん。本当だ、ゆきちゃ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好，感谢他的参与。好，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再私讯他，跟他说明一下，说，我们中奖了。好的，那第3位得奖者现在也更新在我们的资讯栏了哈。才是直接，你喜欢树葬？那个武强老师，我们10月18号的 B-Stage 演唱会那个树葬，我不知道找不找到，应该是有，可是应该那个海葬比较快，嘿，海葬对，应该直接丢入大海挖坑，对，毕竟才吃了很多芋头，积了很多的这个什么福报吗？对，吃芋头是为了积福报，是吧？在湖里放水流，猜你的。奇怪，你真的好狗运哎！那狗运那怎么来的？你真是狗运财哎！好啦，那毕竟但是彩现在这个月刚好是生日月了哦，生日月的部分，我想就连这个运气这个那个什么综艺之神也是想降临在他头上，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天命不可违，好不好？彩葬老师。你看，好啦，恭喜仔仔。然后我们看，对，我们按照鼓励，好，满清10大酷刑自己选一个这样子，才酷。好啦，来，总之感谢我们旅人先生、阿德曼先生赞助的这3位，赞助的这3份铝合金的5框画，然后再次恭喜我们3位得奖者，然后记得要把你们的资讯。寄到我们的工作信箱，但工作信箱基本上是在我们的那个 DLB 的专案那边，对，但是我可能在通知大家的时候会再稍微的提醒一下这部分要麻烦大家啦啊！那个我们阿伊斯出现了，伊拉塞，阿伊斯，我们现在在抽奖的这一趴，很开心，我们已经抽出了3位幸运的得奖者，紧接着我们要进入。4奖宝贝的部分，我们这个杯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杯真就丢逼的，您刚才。来，我们这次的在主声，我们这次主声的原创曲，我很开心，在后面我们置入的宝贝声，大家都很有共鸣。对，就是画龙点睛的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咱宝贝声，其实宝贝声就是这个杯声。不啦，我的好小的啦，但是原本是想要，但是我觉得毕竟它是亚克力，它拔出来的声音其实就已经不是杯的声音了，我觉得我还是不要乱玩好了。好啦，我们的 DLB 杯，这次我们的专案算是也是非常非常指标性的一个周边之一，因为宫庙文化
离不开的就是杯。杯是我们生而为庶民、生而为凡夫俗子跟神明沟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杯去了解神明可能要传达给我们的事情，这样子。强力拉塞。好，所以这个杯也是我这次专案里面无论如何都要加进去的东西。对，它这个是我跟你们说，这个有故事。原本我们真的打算要做木头，而且是雷射雕刻的木头，想要做真的就是否我们丢币团队，我们这次专案的一个丢币杯，上面可能有什么天蓬娘娘之类的。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关系到一些宗教文化的一些信仰的问题，所以不太好。也就是说，毕竟我们不是宫庙，我们也真的也不是什么神格化这么厉害的一个什么神明代言者，所以就是大家团队讨论起来会发现说，还是不要好了，我们就不要触碰这么敏感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这些东西其实是为了传承文化，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是有跟神明做连接。有啦，武谦老师那边有啦，你们可以去问他。所以我们最后是决定好，那还是我们以亚克力去做一个这个形式的一个周边，然后也算是一个杯的形式，但是亚克力，我觉得也算是可以做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代表性这样子。对，转盘拿吹，我们现在在抽奖的活动，可以叫你 Lover 就好吗？我记得你是 Lover， 对，原来上面是对有标是亚克力的，所以原本我真的想做木头，但是就是在创立那边，他其实也多方跟制作杯那边的厂商沟通，但厂商说。如果我们不是寺庙，我们不是公庙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因为毕竟这个牵扯到一些信仰的问题。对，所以我们还是有保留杯的样子，但是呢，是亚克力形式的，大概是这样子。好啦，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丢杯，我们这个娘娘要赐福哪一位呢？来，娘娘，请转盘，就把这个锅推给娘娘，娘娘今天一定觉得耳朵很痒。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位杯的得奖者会是谁呢？啊，居然是 VCL 爸爸，他有在线上吗 ？VCL 老师，我没得多过在意吗？是我们这一次某一首曲子的作曲老师，VCL 老师，你有在很丢吧？哇，因为这位爸爸基本上也是很忙碌，可能已经在睡觉了，或者在顾小孩这样子。娘娘表示我很忙，哇！娘娘赐福给这位爸爸，因为这位爸爸是双宝爸，他超级 nice 的双宝爸。娘娘赐福给这位爸爸了。除了头奖，你应该都有了哦。对，没有错，雅雀，没有错啊，除了头奖你都有，没错，差点回归本质了，是不是？娘娘真的有在赐福娘娘在看最后的声音是杯。不是无助，没有错，不是无助。对啊，我跟大家讲说，我刚骗大家说，来，我们那个最后那个祝生的原唱曲后面那个杯的声音很开心，大家都喜欢。其实我是用这个拔杯的啦。好了，不是啊，那个亚克力的声音不一样。大宝老师 VCL 老师中奖了，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哦，因为娘娘要赐福，娘娘要赐福这位辛苦的双宝爸，把这个礼物送给他，那我就先把它保留下来了，因为 VCL 老师现在应该没有在线上。哇，真的是娘娘赐福赐福到我们这位双宝爸了。刚第一份是铝合金无框画，对，被踩在车走，可能就铝合金无框。哦，对了，铝合金的无框画跟那个头奖的部分，对，头奖是大宝是加码的万元礼金的部分。VCL 老师，我看一下。他在好找到了，等一下，好，这样子一起解下来。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娘娘赐福一赐福就是赐福到我们这位双宝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吼，好来的 ，OK， 恭喜我们 VCL 老师，娘娘赐福，要你把这个杯带走。好，然后接下来抽3奖，我们的奥托迪的部分来。伟明你好，得罪大佬芋头又要猜你，猜
你要小心哦，你这个好狗运的家伙，你居然抽到铝合金无光化，你真的啊！我们现在了，这个数字来到了1043240，谢谢你们！最后的17分钟，继续帮我们加码上去。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我们最后的赞助专案，来到了最后17分钟，我们只要250块，就可以让你在我们本专案上面留下你们的名字，我们的龙柱等着你们，还有很多位置，对，永远不嫌多。Debbie， 谢谢 Debbie 的降落，感谢 Debbie 带领着他的观众以及他的朋友，好开心在这个时候看到 Debbie， 我们真是时差好朋友。Debbie， 我在晚上的时间其实好多时差好朋友，你知道吗？Debbie， 蜘蛛像在冲刺我们最后一趴的这个募资活动，谢谢你带领着你的朋友、你的观众们一起过来，我们真的进入倒数最后16分钟了，谢谢叶妖，谢谢你们。不生气的话，我们这次的专案已经很成功、很顺利的突破100万了，但是我们最后还有16分钟。如果对于我们的本土文化推广的这个专案、台语专辑、3D 募资、公庙形式的这些展演有兴趣的话，我们最后16分钟只要250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成为文化传承的推手，很棒对吧？对，很棒的，赞助下去。然后这位是 Martio 伊拉塞，因为那个尾数真的是数好 OK， 然后这位是薄荷枫糖浆，谢谢，刚好赶上 Debbie， 谢谢你，感谢，然后也感谢今年 Debbie 邀请的那个生日接力歌会，真的是非常盛大，然后也恭喜就是 Debbie 就是顺利的把它完成了，真的是很棒的接力歌会。这位是 Thomas 伊拉塞，欢迎加入安安。财鼠先生给那里生日，嘿，最后一刻生日快乐，恭喜猪猪100万，是对，买啦，对啦，不亏啦，是不是？好像老鼠会，我们数字来到1043240块，然后现在就是大家一起热闹一下，因为我们这次我们 Double 老师有加码，我们抽奖活动除了 Double 老师加码10000元礼金的这个购物金之外，我们还有一些Derby的这些很精挑细选的周边，以及我们的旅人先生、我们的 Edmund 先生加码的3幅无框画已经送出去了，已经送出去，来都来了，不赞助一下吗？对，讲得真好，好吧？只要250块可以祝福。你就说给我祝福，感觉没什么，250块，我们祝生娘娘赐福，祝生娘娘在哪位？在我后边，我祝生娘娘，我祝生娘娘就如同范冰冰一样美，她就应该是要跟武媚娘一样的美貌，这个我心目中的祝生娘娘。我觉得神明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他们处理这么多大小事，基本上在天界配备平板3C 也是很常见的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于是祝生娘娘的形象一定要有一支平板。或者是 iPhone 16，也是非常非常理所当然的。龙珠给你磕上去，对，只要250块就能上龙珠，很划算的哦。而且祝生娘娘，好啦，我不要用祝生娘娘名义啦，对，搞不好神明看到也给你赐福一下，这样对不对？好啦，那这么推崇祝生娘娘，是因为我刚好在前2天发行了我的原创曲。就是祝生，就是致敬我们这位守护生命的女神，对。然后这首歌对我而言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养分，很多很多的一些情绪，很开心可以在8月底的时候分享出来给大家。刚刚听着范冰冰想到白冰冰，可以不要？好了，2位冰冰姐都是对，非常非常厉害，好不好？好，总之最后倒数13分钟。好，我们接下来抽出下一个奖项，下一个奖项会奖落谁家呢？谢谢你们哇！最后的这一趴可以看到大家真的太开心了，来熬头底，对。来，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挡泥板因为哇，天蓬娘娘赐福，天蓬娘娘赐福感觉就没有办法像那个祝生娘娘这么的有可靠性啊，毕竟天蓬娘娘赐福就是那个不要害你们出事，不然我会很自责。但是总之你们骑机车都要专心，都要好好系戴安全帽，知道吗
咱亚比的后头的奖落谁家嘞？来抽一个吼，来抽选一下，我们野味挡泥板究竟谁会带走呢？行きましょう。啊嘞，说，这不是鼠猫吗？应该是这样念吧。恭喜鼠猫先生，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哦，欢迎降落，欢迎降落。我看一下哦，鼠猫，我找一下哦。鼠猫哦，見つかりました。ここだよ。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好，恭喜获得了我们的挡泥板，我们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可能不在线上，但是感谢他参与我们这一次最后的加码活动。来，我把这个资讯栏把它更新上去哦，不然我的金鱼脑基本上等一下睡死，一定马上忘记，一定马上忘记。恭喜我们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你在隔壁吗？所以鼠猫先生是随心所欲吗？是吗？哦，收猫吗？对不起，好喜欢可以奈，没有那个长草了，我就不会念哦，就跟我只会念精明概念一样哦。那个长草的东西很难念呢，超难念的好不好？对，我就只会念鼠猫，对，就长草的东西一概就不会念，对，收猫，我喜欢可以奈的是。那个长草不要随便长草，好好的数学就好好的算就好了，不要长草。长草东西一概不会念这样子，就跟我的精明概念，只要精明概念就好了，精明概念什么的那什么不重要啊，对不对？收猫，好，对不起，收猫先生，恭喜你，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好，收猫，好，不管，来。接下来我们紧接着先冲向二奖之后，最后就是我们最刺激的万元礼金会奖落谁家呢？等一下，马克先生，你一个吵怎么回事？好，来，我们二奖是我们的高质感木质布面的挂轴哦，来亮给大家看一下。对，一律拔掉，没有错，就不应该留在这里，不应该。来，接下来是我们的高质感无框啊，不是，等一下，对不起，我的零压快没了。高质感不是无框，是木轴布面挂轴，而且它很大它60×90，很大很大的，来，这么大，奖落谁家？让人想到背包奖吗？为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奖落谁家这位很大的木质布面挂轴，谁会带走它呢？高主，我陈老师，你在皮呀？哦，他哇，你跟财差不多啦，你跟财这样不遑多让啦。你刚那边凑财说什么？说什么他的那个什么阳寿都用在抽奖了，你这不是一样？你家己不是赶快吧，大娃娃应该没有第二位大娃娃了吧？应该是我们这个经营3年的这个总年资高阶会员总年资冠军的这位他娃，应该没有其他他娃了吧？没有了吧？他娃，你小心大家的怨气，对你像在帮彩彩弹那个怨气哦，你像在帮弹那个怨气哦，知道吗？恭喜他娃！等一下，你为什么讲的像另有其人呐？阳寿好兄弟，对，你跟彩都是阳寿好兄弟。等一下，武谦老师，好，我们他娃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那什么？等一下，你不要这边给我装。来，他娃主委要收下还是捐出？你自己决定要收下还是捐出，你自己决定。你的阳寿，你的性命，你10月18号，是不是可以活着回台北？你自己决定。
你真的好狗运，跟彩彩一样哎！我每天都过在吗？是运气真好，你一定常常行善，一定常常吃芋头哦，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对不对？来，我们塔瓦主委收下吗？收下的话，我就帮你留下我们这个印记，留下我们这个姓名资料的部分。好，我们等一下塔瓦，我觉得塔瓦应该会收，因为他这次买的套组好像刚好就没有含木轴的这个布面挂轴。对，想一下没关系，塔瓦，没有人会嫌你哦，没有人会嫌你哈。长野这时一定要下去，可以直接处理。这个你好像没有哦。嗨，いただきました。タワワがこれ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よ。好，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恭喜タワワ，恭喜我们タワ先生。对，他用尽了他的阳寿。对，他可能基本上我只能说10月18号以后，我希望我还可以在线上看到他。タワ保重。你献祭了你的阳寿，我只能说祝福你10月18号还有腿可以回去你的家乡，你的台北。你要练一下轮摆式超度是什么东西？弟弟龙你好，晚安晚安。这个时间不晓得应该是有很多出现的大家，我真的很开心在这个时间可以看到你们。通常我开台的时间是中下午，但是今天我特别为了我们最后一里路来，我们的募资专案已经成功的突破100万，现在来到了1043240，最后的6分钟，最后的6分钟，好紧张哦。最后的6分钟，我想陪大家聊聊天。等到6分钟过了之后，我们再把我们大宝老师加码的这次的最大奖把它抽出来。最后的6分钟了，哎，还有降落吗？对不起，我刚刚没有看到啊！艾加波斯的降，天哪！谢谢你的降落啊！阿里嘎多，谢谢你们的降落。ようこそティカのチャンネル。天哪，这个晚上真的好多时差好朋友，谢谢你们愿意降落到猪猪频道，谢谢兔肉，然后森花、黑猫，然后谢谢你们哦，感谢你们降落到猪猪的频道啊！盲峰也来了。谢谢你们！天哪，我今天遇到好多时差好朋友，我通常在下午台都遇不到你们，谢谢你们，好想大家。对，盲峰主播也来了，谢谢你们大家。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倒数几分钟，我看一下，好紧张。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们只剩5分钟，只剩最后的4分钟，我们的赞助专案就要真的进入尾声了。谢谢你们的降落，我真的好开心。我们这次的专案真的是真正马拉松式的跑了3个月，哇！期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情三温暖，因为我们也不晓得有没有办法成功。政府补助案能过吗？大家对我们的专案会支持吗？有兴趣吗？对，但是我们还是秉持着做好自己的事情，没有时间烦恼太多了。然后不知不觉的，收到了政府补助案通过的好消息，不知不觉的，过20，过30了，过50了，过60、70，怎么今天过90了？到今天最后一里路，我们突破了100万，你们真的好棒！对，真的要倒数了呀！我难得在这个时间会开台，因为通常我的作息非常非常的正常，对，所以我这3年经营过来，开台在这个时间大概5只手指头数得出来。但是为了最后一里路，我有跟大家说，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见证，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一趴，我们可以冲到哪里都没关系，但是希望我们是一起冲刺的。大宝老师不要哭，你乖，娘娘安慰他一下，娘娘。爱德本先生，我们刚刚就是因为那个铝合金的周边实在是太香了，然后造成我们大佬已经在互相厮杀了，对，他们在互撕，对，他们已经在互吸仇恨值了。对，我们倒数了，是我们的大姐，大姐你现在应该在上班哦，夜班的同学难得在这个时间看到大家。对，现在看到啊，真的吗？105了吗？天哪，105万了，谢谢！天哪，谢谢你们帮我冲上去。如果这个募资专案你们有兴趣的话，请务必把握最后3分钟。这个是猪猪在推广文化传承的这条路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里路。对，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不晓得有没有机会成功，因为
说真的有一些算是感觉是比较冲撞体制的状况，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圈子里面，可能推广台湾文化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要做看看，因为不做的话，我不晓得我还有没有办法拿出比去年更好的展演给大家。于是很开心，我们的团队 Double 老师愿意跟我一起冲，我们冲到最后一趴了，最后的2分钟15秒，不嫌弃的话，我们现在的募资条还在往前进行中，1053448，不嫌弃的话，我们再一起。等一下，为什么冒死？是安怎跟我冒死？冒死你是多几个冒死？是红色还是紫色的？多几个冒死过来呀？阿娘喂！我的天哪！你不要把我台语炸出来好吗？我在台语就认凳哎哦。听说朱蒂卡在这个时间虽然说很难得会出没，但是也台语也很被他就认凳哎咯。可惜错过了吗？艾德曼先生错过了什么东西吗？难上加难吗？对，他们每天都难上加难。对，辛苦3个月了，好扯哦！没想到朱太这个是我太太。对，因为这个时候我要跟着你们见证我们最后的要倒数1分钟，最后1分钟31秒3029，天哪！嘿，就怕拍谁？这都几连默戏啦！最后，我天哪，好紧张哦！1分钟，真的1分16、15。一点一滴的在过去了，妈呀！最后1分钟，080706050800076666，哎，不是，我说肚子好饿，59、57、58、59、54、55、54、54、49、48、47、46。要加入赞助的，我们还有最后42、41、40、39、38、37、36、160人，对，34、33，最后了。本当に最後の最後だよ，永远抓不到的模型，在最后一刻还是抓不到它。23、22、21、20、19、18、17、16、15、13、12、11、19，好像在跨年倒数哦。5、4、3、2、1，结束！谢谢你们，我们真的，哇的。可是已结束的那个我居然没有截到，可恶！我以为他还会帮我留着，结果他没。最后非常完美的整数，160个人参与本频道今年度最大的屌逼募资专案，谢谢跨年放鞭炮，谢谢你们！我们的豆狗在吗？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最后是以1054338这个数字收尾，我们打了漂亮的一仗，谢谢你们大家，你们真的好赞哦！天哪，真的被棒跑啊！我天哪，我自嘎列萨吗？我刚刚来不及截那个，我来不及截那个已结束啦，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个，就是对我来不及截了，好烦哦。好像直接转战已结束的画面了。对啊，就是来不及看那个募资条被冲得满的那个。刚下路啦，真的谢谢你们大家，谢谢你们这3个月，我自嘎在什么辛苦你们大家啊！阿斌也来了，哇哇！我们最后参与人数160人，最后的数字来到着1054338块。炮啊声，催阮着来去行，一双脚千斤重不轻行。谢谢你们，对，这时间看到迪卡没有错，风衣上，我们刚好跑完我们最后一里路，我们的募资正式结束。这3个月辛苦大家了哦，心情真的，天哪！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本土文化的推广有你们真的是太幸福太幸运了，谢谢你们。那最后我要把这个数字再整理进去，我们的募资条1054338
在我们的募资条总是要做一个最后的记录哈，1054338，还有多一笔进去吗？有吗？1054588吗？有吗？我看一下，1054588有灌进去是不是？哎，真的哎！哇，等一下，1054588被灌进去了。哦，谢谢，又灌了一笔进去，这个数字会来当乐透来买哦。呵，选股哥，我们那个1054588，你们可以来拼拼凑一下。第一个赞助是你最后价 gay 啊，燃烧神教这样价 gay 啊，哎，对耶，你对燃烧神教在我们5月28号晚上就先赞助了。哇靠，你抢尾刀哦，有始有终哎，这是直播不是预录，这是实期，对，不是预录，好像是1054588吗？谢谢你们大家，然后参与人数是整数很完美的整数160人，1054588，你们真的好棒，好赞哦，1054588啊，1054588有什么谐音吗？1054588有什么谐音吗？总之，谢谢你们，我像精神又变好了，我的天哪！10545，等一下，大宝是你想的谐音，感觉都比较直男哦，大宝老师，不会是我们正宗钢铁直男大宝老师？1054588怎么回事？对，好霸气的数字，我是一定背啦，这样。对，我们最后来到了，哇！你们有看到我们的募资条的百分比，刚好是150哎，刚好是150% 哎，很棒哎！我是我爸爸，我喜欢背，我喜好霸气哦！我发啦，哎，大家都发，对，谢谢你们赞助。我发，是不是？大家都发，好，赞助本频道专案留下龙柱记忆的你们，今年要准备发了，好不好？是我发，哎，是我发没有错，105是我发，可以，1是我爸爸，我是我爸爸，我喜欢林北，等一下，好吧，是我发，好不好？来，我们后面非常和煦的。祝圣娘娘正在看着我们，结束了这一趴，对，真的是非常非常和煦的阳光照亮着我们，我们成功的影响了很棒的一个里程碑。台湾文化推广一直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 B 圈，真的是很谢谢大家这3个月的相挺啊。我也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一个大计划。热爱105的，等一下，一起感谢我们爸爸。好哦，滴滴龙，好，不晓得最后灌水的大家是不是有新朋友？谢谢你们了，也感谢今天降落的伙伴们，带着新朋友降落过来的李鹏鹏们，真的很感谢，感谢大佬让迪卡有圆梦吗？有，谢谢，不管是大佬们，不管是观众们，不管是我们的文化部，都双双支持，真的都很感谢，很感动，谢谢你们，真的。开 showcase 把1054588挂在舞台上，哎，很像不行哎，丁雄，哎，就自己拿下哎，我们的专案顺利跑完了，谢谢，感谢你们有赞助的大家，谢谢桌子。今天下午又降落过来，也是在专辑，出生养赐福是不是？是，哦，你们都是丢逼的爸爸，我们那个丢逼，那如果说我们都是丢逼的爸爸的话，那 Double 老师就是丢逼的阿公。Double 老师一婆孙啊，我们线上有好多孙子给你哦，子孙满堂哎，Double 老师，你煮谁继续刮这料，你今天家孙满懂啊。哦，你真的子孙满堂的呢！我们线上110位，拢是恁孙啊，那好不好？哦，来叫阿公来，哦，叫一声阿公，呵，包你发，是不是？我们都是特别把那大宝是现场变阿公，线下变阿的塞公，2倍阿公，我觉得大宝是一定恨死我，大宝是。直接变阿公乖孙呐，咱起码就完满的啦。那阿公真正就欢喜耶。然后我们丢逼阿公，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丢逼吧，我们现在是丢逼爸爸的状况下，我们就是立马现在
好，我们大宝是变第二 B 阿公啊，阿公好，塞公到你的香油钱哦，方明卤水刻起来吗？是，我有啦，我们现在专案上面已经龙柱已经刻的满的160位哦，龙柱哦，感谢大家在此龙柱留名，好不好？对，阿公。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们阿公这次加码赞助10000元的抽奖礼金，来，我们抽起来，抽奖起来，来，扬声宝10000元购物金，没得好小，说有就有，究竟我们 double 阿公这个10000元加码的这个奖落谁家？究竟谁会被赐福？这不是我们的大学姐吗？这不是我们的莫西大学姐吗？你刚刚结束你千人大台了吗？你怎么没有降落过来呢？我们现在刚好要抽出我们的10000元最大奖了，要降落过来一下，我们千人大台大学姐，对不对？对，我那个还没抽啊，我餐具还没抽，是不是啊？对不起，我连餐具都还没抽，等一下，哇，是在加歹哦。对了，好，我们阿公加码的东西，好，阿公加码的东西我们先缓缓，我们的无助还没抽。好，我们感到非常无助的无助还没抽，但是呢，一旦抽中的这个，好，你们绝对好，每天都很有助，好，绝对不会再让你们感到无助了，好，环保餐具带着，好不好？绝对不会感到无助。好了，对不起，来，我们太开心了，环保餐具被我淡掉了，不好意思。来，我们接下来好，感到非常有助的下一位得奖者，奖落谁家呢？12点的碰一下可以理解。OK 的，这个时间我尽量保持我的精明干练，毕竟这个时间可能有很多初见的朋友，他们一定很难得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的我，我难得在这个时间保持我的精明干练，把他们留下，但是我不确定他们可以留多久，因为这个精明干练实在是不好保持。来，下一位得奖者，奖落谁家？有如神助，没有错。接下来我们这个有如神助的下一位得奖者，雪月风，我没得多ございます。我的很丢吧？你获得了我们非常有助的这个加持。你们最好是初见夜晚的迪卡特别美丽吗？谢谢 FK 的先生，我也觉得夜晚的我特别美丽。对，虽然说我每天都被自己美醒，自己讲，从一日直播站，一日直播站成什么东西？我精明干练。我们初见的朋友，你们不要理他们。对，我们那个宗旨语是精明干练，什么东西的，什么精明干练，什么没有。来，雪月风的很丢吧？雪月风先生，对，这个名字好眼熟。我一直在想说，他的贴图是不是那个有一位 VTuber 的贴图？我在想会不会是他。好，总之保留下来啦。恭喜雪月风先生参加我们这次的抽奖活动，来，我把它记录进去吼。好，来，好，恭喜雪月风先生。那这个部分我可能会再一一稍微私讯一下得奖者，这样子是初见吗？对，是精明干练台没错，爱德门先生没有错。对，他们讲那个什么碰啊，什么精明干练啊，都不要理他们哦。还有那个吃兔兔什么的啊，卖茶饮，他们在骗人，对他们最喜欢骗人了，他们很奇怪。我们一定都过在吗？是来，我们真的抽出了一奖。来，我们真的要正式要抽出我们的第二 B 阿公 Double 老师加码的10000元抽奖金。我告给你定位10000元礼金呢，扬声宝呢，可以买什么喇叭，什么一些音乐用品，是不是？没有偷偷摸想小喵喵。那个谁，你们不要抢小喵喵账号，他最乖了。嗨，我要是米拉塞，谢谢你们陪我到现在这个时间。对该睡的就可以先睡。石头风一拿下，我没有吃兔兔。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之后在12点11分这个非常宁静的夜晚，我们要抽出我们第二 B 阿公加码的扬声宝音乐商城10000元礼券咯。来，请娘娘赐福，帮我们挑选一位最适合10000元奖金的这位得奖得主。行きましょう。
誰？雪村？雪村？誰？雪村？我看一下哦，雪村さん。雪村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雪村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我看一下哦。雪村さん，因为时间晚了吼，如果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应该也是。怎么这么多？怎么又是雪村さん？好像是刚刚同一位等一下，很像。等一下哦，他应该是刚刚的雪村さん没错，只是他的那个我没有删掉，他的这个小老鼠后面的这个账号，我确认一下，应该是我没删掉，所以我们可能高几率要再抽一次。等一下哦，对，等一下啦，发发熊这边等那波赢哦。好，因为刚刚这个我没有删除掉，所以你各位，我们现在还有再一次抽选出我们这万元礼金、万元购物金的一个机会，因为我刚刚好像没有删除干净的样子。对，不好意思，那个也捐不出去。然后我现在有个想法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最大奖嘛，大宝师，来，我们丢比亚公，你要不要再加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有在现场的话，就可以限领；但是如果没有在现场的话，可能我们是不是就换下一位？还是说你想要保留，就是说可能没关系，大家都有机会中奖这样子？大宝老师觉得呢？いかがでしょう？没有，那个不是棚，对，那个就只是被盗账号。いかがでしょう？看说就是可能即使不在场，我们也帮他保留，还是说啊，希望就是说在现场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丢比亚公，刚刚是发生，刚刚是趴趴熊中奖了，什么？没说要再想啊，因为没说，好 ，OK， 那我知道了，什么趴趴熊？什么东西？等一下，趴趴熊什么时候中奖了？等一下，我刚怎么没看到趴趴熊什么中奖？哪里？什么？等一下，对，你留那个什么雪月风，谁知道？我哥他那有，原来是你。好，公告3天内没出现都只有在抽嘛。好啊，那没有问题啊。有你，谢谢你的加入。天啊，我今天遇到好多时差好朋友，谢谢。趴趴熊，你留那个什么雪月风跨不？你就福利熊留下去不就好了？欢迎你的降落38度苹果酒，谢谢你们啊！谢谢有你 YYC， 谢谢你的降落，泡影谢谢降落，然后这位是 Star， 谢谢降落啊！优塔你也来了，谢谢优塔也是非常支持我们这次的专案，鹰眼蜜佛格，哇，好帅气的名字！这位是海七猫，谢谢你们大家，我们这次专案顺利的已经跑完了，谢谢你们，谢谢，我真的很感动，很感谢，太感谢你们了，今天就刚下刚温呢，谢谢你们啊，感谢红玉啊，感觉很像是红茶，好像很好喝。K 先生 K Jason 吗？有你好，谢谢你的降落。就是很难得会出现在这个时间，真的是。然后德瑞克你好，谢谢你们初见的安安。我们刚刚已经在我们的8月27号的晚上11点59分正式结束我们这次最大的今年度的募资专案了，很谢谢你们的降落。然后有出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迪卡屯族鸡，我是迪卡屯族鸡，基本上就只开中下午台的那只猪，这个时间开台基本上在这3年的经营里面，大概5根手指头数得出来。
对，但是因为我们这次的算是重大计划最后一里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见证一下我们最后可以跑到哪里。然后最后我们是以很棒很棒的160个人赞助，以及最后来到的数字是1054588的这个数字做收尾，真的是很感谢大家。然后这位是 you 嫂吗？你好，谢谢你们。不生气的话，欢迎订阅猪猪。然后，如果你们也喜欢听歌，特别是台语歌、台湾文化的这些元素的东西，一定要订阅猪猪频道。对，我们的频道走向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本土的一个风格哦。谢谢你们。好，那么紧接着我们现在刚好在抽奖的这一趴，我们要抽出161人。嘿，你是说我们的赞助专案吗？又被灌进去吗？161人吗？等一下到底怎么灌的？等一下结束专案到底是怎么灌进去的？哇靠！只是猪可能待在这没注意到呢，毕竟都跨日了嘛。对，我刚刚真的没有看到啪啪手，我想奇怪这名字怎么感觉在哪里看过？好啦，啪啪手我知道是你的啦，谢谢。那我们紧接着真的要进入最后一趴最紧张刺激的这个我们第二 B 阿公的万元购物金的抽奖了。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幸运的得奖者会是谁呢？来吧，行きましょう。讲。对，我们又变了很多很多的孙了，大家不好是儿孙满堂。儿孙满堂的你，究竟赐福给哪一位孙子呢？哦，这一位我看一下。哦。好，我找到他了。我在看一下哦。我去，恭喜我没得到国在吗？是，来我搜寻一下 Twitter 的部分，恭喜获得我们第二 B 阿公加码的这个万元的这个购物金啊！来我看一下，这个是谁啊？恰恰。是恰恰哎！我靠，恰恰你的阳寿也用在这里是不是？恰恰应该这边在捆哦，我看一下是不是他？哎，是恰恰总裁呢？等等，我确认一下。啊，你好，喂，恰恰，哎，真的是他啦！我看一下 NIT，等一下哦，很像真的是恰恰哎。哇靠！真的是恰恰，恰恰，你们自己看，应该就是这个恰恰，那是你，你真的好狗运，恰恰，万元购物金，哎，这个锅你们可能就是对那个仇恨值什么的，真的不干我的事，那个就是可能我们第二 B 阿公跟他特别有缘分呐，哦，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嘿，这个恰恰可能现在也不在线上，嘿，基本上人家就是也是朝9晚5，嘿，他这个可能抽中万元礼金，这个他明天就会知道了，嘿，人家就我没得投口才吗？恰恰，对，该买橘子，哦，现场捏爆之后，然后滴在他头上，哦，万元礼金嘛，哦，第二 B 阿公赞助嘛，哦，滴在他头上，哦，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我没得多口才吗？是，谢谢大家，哇，好棒哦！好，真的是圆圆满满的结束了。之后最大奖居然是落在恰恰手上，我的天哪！背到爆橘全餐上。哦，恰恰你好自为之哦。恰恰如果有补档的话，那个你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如果走在路上有人拿橘子丢你，自己小心一点。万元购物礼金就这样被你这个小鬼抽走。而且恰恰最人神共愤的是什么？对，他不是单身，他有女朋友，烧爆他！哇，真的是运气很好，真的是感谢与会的大家这次来参与我们这次的加码活动，我们顺顺利利的结束我们这次的专案了。对，谢谢你们！我现在再来帮大家检查一下我们这个抽奖者跟得奖者，我的名字是不是有确确实实的帮大家记录起来了吼？功德圆满，爆炒猪肝。老师吃宵夜了，走。老师吃宵夜了，走啊！
功德圆满了啦，安详了啦，真的是哦，终于可以捐出去。哎，真的假的？哎，真的假的啦？福利熊，哎，我们趴趴熊总裁说要捐啦，真的假的？你真的要捐吗？人神共愤，好，为了平息大家的怒气，我们趴趴熊总裁的意思是说，他愿意把他的无助捐出去，因为毕竟我们总裁好像已经有一副了。好，福利熊，你真的是我们本专案最棒的福利熊，谢谢我们福利熊，你真的要捐吗？我跟你确定一下，确定要捐吼，你真的是我们最佳福利熊，确定要捐，那我再帮大家抽一次哦，功德圆满，家孙5号，对，叫家孙加5号，好啊，果然是我们的福利熊，好 ，OK， 我们趴趴熊一句话，我们总裁一句话，来，趴趴熊。我们这个跟趴趴熊有缘，这个有助的这个缘分，究竟降落谁家了？我把这个有助开起来。我们这个有助到底谁会获得我们这个趴趴熊赐福的这个非常有助的环保餐具呢？我们朱迪卡在去年 FFK 让我们家小精灵非常非常无助，于是今年痛定思痛，决定我们的募资专案里面一定要有非常非常有助的环保餐具。OK， 我们趴趴熊捐出来，感谢趴趴熊委员，感谢趴趴熊永长老左右说开工吃饭，就是可能一份收藏，然后一份真的是自己拿来吃这样子，请支援收银。不是彩彩，你为什么还没睡觉？不是啊，不是，阿兵哥可以这么晚睡吗？彩彩来，彩彩有人帮你吸仇恨值了啦，那个恰恰跟黑的套娃娃，不知道是怎么了，你们的阳寿都花在这里了齁。对，你给我等着收玉斗，对，让你们还有接下来有如神助，真的是有如神助，好不好？我们这次专案真的是也受到很多神明的照顾。那我们趴趴熊、福利熊，这次捐出来的这个有如神助的这个环保餐具，下一位降落谁家？我们现在就为各位抽出来，我们这个主委，趴趴熊主委加码商品，来 ，Go。这个名啊，好，我查一下 Twitter， 等我一下，这个可能要去 Twitter 查一下，看是不是我们熟悉的朋友，只是他的账号我看不出来是谁，等我一下。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了这个我们趴趴熊总裁加码的有如神助啊！来，这个有如神助，这个，那目前看不出来是谁啊？发喜充满滴滴龙，滴滴龙，你已经 Q 到本频道的这个台风了，你很棒。是丁熊吗？丁熊吗？啊，我没得到过在吗？是丁熊，你有如神助了。来，请问我们丁熊诸位，你要捐出来吗？你已经有获得了我们这个有如神助的环保餐具了吗？丁熊，我没得到过在吗？是，我记得丁熊赞助也蛮多的诶。来，我们丁熊诸位，我们看一下丁熊诸位是不是要加码，是不是要捐出来？来，丁熊，我没得到过在吗？是，你们的好狗运很棒，很棒。我们留下了龙柱上面的印记，你们的好运要来了，好不好？我没得度过在吗？是，对，恭喜，我没得度过在吗？是，你们都好棒哦。好，我们等一下丁熊看，结果是丁熊从此不无助了，从此就有如神助，是不是？啊，丁熊们刚好没有买到餐具套组。好，那请问丁熊诸位，你要自己收藏还是要捐出来？不要有压力哦。好，我们家面线就是刀子口豆腐心啊，对，不会真的拿橘子打你啦，不会真的拿橘子捏爆，然后滴在你头上啦，不用担心啦。所以收下对不对，丁熊？要收下对不对？我没得动，恭喜！确定的话，我就帮你记录在我们的下方资讯栏。突然发现中奖不是动物就是橘子是什么意思？只是我们今天这次抽出来的奖项就特别有动物园，是不是？只要有动物自备的，应该就比较有机会。像那个福利熊、丁熊，然后恰恰，他哇，你又不是动物，对不对？拱起来，
可以啦，你想攻起来是可以，但是没有问题。恭喜，赞啦，好圆满哦！丁雄这次的赞助也是一口气冲了大概3-4个赞助吧，哇，真的是很有心。好，那我帮大家把这个资讯栏更新一下哈。好，我们的有如神助，来，我们感谢我们的福利熊、趴趴熊加码出去，然后受惠者是我们的丁熊，记录一下。你们都好棒哦，哦。好，然后恰恰的部分我也稍微记录一下，恰恰，彩彩也是动物 ，lucky 双雄哎，真的哎，熊字辈的可以在本频道基本上都可以迎来福气哦，赞啦！哎，那他哇，你是属于人类，你是里面唯一的人类，他哇。喜事熊熊，谢谢，感谢我们这次趴趴熊真的也是刀子口豆腐心的总裁啦。他趴趴熊其实也是，就是私底下可能我在通知一些可能大佬的一些专属福利的时候，就是也是客气来客气去的，不知道客气什么，但是台面上就很坏，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这样子，不知道在坏什么。才是团宠，是吉祥物。等一下，武谦老师，你知道要改什么？五熊。你要是改成五熊，你就有机会变成大师，你知道吗？其实你的熊跟那位大师的熊可能不一样，但是那个谐音搞不好可以赐福，成为这个作词作曲大师，你知道吗？五熊，然后所以他是兔子，哦对，兔先生，对哦对，好，不是动物就是橘子，好，真的是迎来，你知道橘子是在算是宫庙文化里面是大吉大利的意思。好，所以我们抽中了恰恰，抽中了你各位毛小孩们，你们都好棒，好不好？对，团手，他话也是，好，兔先生长官要说兔先生那个字名，对啊，武雄老师很厉害哎，他是在音乐界的大佬，真的。好啦，真的，这个脸稍微12点半了，来，我确认一下。头奖我宅加码扬声宝音乐商城1万元的礼券，我们奖落恰恰手中，奖落北斗暴菊拳恰恰手中，你们有种就在那个台北市区拿橘子丢他，拿橘子丢他 ，OK 没有问题，对。然后接下来一奖是我们丁熊，感谢我们趴趴熊捐出来让丁熊获得了，我们的熊熊赐给熊熊，因为是熊有这个福气，收到熊熊的赐福，这样好不好？然后我们2奖是我们的兔先生，兔先生这次也是赞助了我们的75C 的这个专案，那刚好帮他抽中的这个募资布面挂轴，我没接到过在吗？是，好，也是我们毛小孩兔先生的部分啦，非常的恭喜，非常恭喜哈。然后接下来3奖的部分就是我们搜猫先生，搜猫先生。对不起，我刚一度不知道怎么念。好，搜猫先生这个也是特别在我们 Twitter 稍微做个通知哦，好吧。然后接下来是我们那个 boy 第二 B boy 我们这个娘娘赐福给我们这位双宝爸爸，对，当下就是开个玩笑说，还有我们娘娘赐福要给谁呢？哇靠，这双宝爸爸马上出现，娘娘果真赐福，娘娘在看好不好？是不是？我们祝生娘娘。之后要还愿是不是？因为大家大我聊的是大伯阿公，大伯老师你已经晋升为大伯阿公了，大伯阿公。好 ，OK。我靠，今天好多内梗哦。好，接下来特别加码，我们 Edmund 先生我们女人先生特别赞助的3幅迪卡金属无框画的部分奖落，我们第一位就是 Edo Studio 先生，莫甲 Studio 先生，我没听错过在吗？是，接下来是我们好狗运的彩彩，对，阳寿花在很奇怪的地方的彩彩，接下来是Yukimura 桑 Yuki 桑，这个我特别会在私信通知他，这样子好不好 ？OK， 以上资讯应该无误，好不好？恭喜得奖的大家啊！迎来了好圆满的一天啊！今天早上原本在录音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说，很希望今天可以跑到一个很圆满的数字，然后录着就觉得应该会很圆满吧，应该吧。总之就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录音先录好，然后中原普渡歌回先跟大家疯一下玩一下，然后也没有想太多，就觉得做好该做的事情之类的，然后中原普渡歌回开完跟大家打打闹闹，到95万了，大家帮我冲到97万了，我想说哇靠，真的要破100万了，我天哪，
然后在今天晚上在赶着洗澡吹头发的那个瞬间，我看到了100万。开台之前我们就冲破100万了，很圆满，功德圆满了，真的这3个月太值得了，谢谢你们。哇，好啦，12点32分，感谢今天降落的各个 V 朋朋们，有你们真好，谢谢你们。猪猪可能从明天开始稍微跟大家告假一下，我们功德圆满的完成了这一次很大很大的专案。对，衷心感谢大家的看想，今天好玩看想，今晚真的冲得很感动，真的也恭喜得奖的大家，默默的都达成了，一个晚上冲这么多，对，真的是太圆满了，是圆满落幕了。兔先生，晨晨也谢谢你，谢谢这次赞助的大家，然后有你们真的是很圆满，然后大学姐真的好久不见，大学姐，弟弟龙，谢谢你们。好，然后明天开始告假之后，可能没有意外的话，可能是9月的第2个礼拜五才有机会看到大家，好不好？我们今年度所有的这些很棒很棒的计划，我全部都要归纳在我们的金币奖的企划书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写，不知道写不写得完。然后水灵宝贝，你的肝准备好，要开始爆炸了。水灵宝贝开始爆肝喽！我们这次的奖项可以的话，我也想多参加几个，然后也感谢水灵宝贝已经把3、4个不是30个，对不起，3、4个精华都已经剪好了，但是我们可能会细修一些部分，好不好？对，能报我就会尽量报，且报且珍惜，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以证明我精明干练的机会。谢谢大家。最后恭喜迪卡，不会啦，才要谢谢你们 FK 陆先生还有与会的大家。我们这次与会参与的大家有留下龙柱大名的大家，大人收神教也谢谢你们。财鼠好好休息啊，水灵宝贝你还在，好水灵宝贝，我们明天真的开始开工，可能就是我这边边弄那个金币企划书，然后看哪里要剪切的，我会再麻烦你一下，好不好？剩下就是圣节曲，没有错，我们一起把这些东西尽善尽美。对，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专案尽善尽美了，接下来要尽善尽美的就是我们金币奖的这些报名奖项的企划书以及精华的部分了哈。然后也欢迎大家去鼓励自己的推，或者本身你自己就是 VTuber 的大家，很欢迎大家一起投入我们这次第3届的金币奖，它很棒的，比想象中的还棒哦。谢谢大家，我是迪卡珍珠鸡，我是迪卡珍珠鸡，今天真的就完满呢，感谢大家。那个东西哪时候要卖啊？我知道，彩彩，你放心，我会在，因为我现在要打算先寄给米娅，然后挑个良辰吉时，我们就可以开卖了。也谢谢彩彩今年度帮猪猪频道做了无框画，然后弄了非常非常性感的悠悠卡，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已经包好要寄给米娅，然后开卖的时间最近就会出来了，刚好就是普天同庆，我们这一次的企划非常非常的顺利，所以刚好就是可以算是庆祝式的开卖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悠悠卡的部分。你们等我一下哦，我把这个照片放去哪里了？那个悠悠卡真的是我告 sexy 也 sexy。等一下我看一下。彩彩，你是因为帮我加码了这么多这些周边，所以就是好狗运抽到这些东西吗？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啊，非常 sexy 的悠悠卡，而且这个是我们很厉害的绘师老师帮我们绘制的，这个有没有好性感？好性感！难得看到这么性感的猪猪。通常我的形象感觉大家都会感觉比较本土，比较哥们之类的。好，要睡觉可以先睡觉。然后这个是感谢众大佬们，好，也是集结集资，然后替猪猪把这个悠悠卡搞出来了。对，真的悠悠卡的审核其实是很繁复的，但是他们真的搞出来了，真的超屌。来，
有分2种版本，然后我们线上会贩卖的版本就是一般的版本，福利版本可能我自己会做一些公关品送出去之类的这样子。对，那请静待，就是我们之后就是我把这些悠游卡寄到米娅那边，请他帮我出货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公开看什么时候让大家可以下标可以购买了，好不好？谢谢大家，我在今年度的年初出了一卡通，那么现在悠游卡也有了。什么事情都很圆满，谢谢你们，冰华，晚安，谢谢你们哦。来，我们现在来找一个降落的地点。谢谢，谢谢，谢谢。对对对，不行，我正想，我那时候就是有丢给 Double 老师看，说你们看有没有像千手观音，超级像千手观音，对，千手猪猪。就好，我们为了跟神佛有缘，自己 cosplay 千手观音这样子。哇，晚上可以选择的选择性真的是很多欸。晚上我们哇，难得晚上可以看到大家，我看一下要去哪里啊？晚上哦，好，我知道要去哪里了，没问题，就是这位超级有梗的赛特洛先生，他真的超级有梗，无时无刻都很有梗，他就是个天生艺人哎。然后我们去找赛特洛太太，谢谢你们大家。时间来到了12点38分，大家都晚安咯。猪猪开始告假了，但是我会好好的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好不好 ？OK， 那有时间就是 DC 见啦，我还是会去 DC 抢芋头啦，那个芋头都是我的，全部都是我的。功德圆满，真的是心灵的祝福，谢谢你们，感谢，祝各位有个好梦，很开心我们3个月圆满结束了，谢谢大家。紧接着是死线超人朱迪卡金币奖企划书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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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先去 State 楼那边打扰一下，大家拜拜，谢谢你们，我要斯密纳塞，快睡吧，拜拜。